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技巧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放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真的，看你款变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比拖数好。若是月光，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兄弟啊，我看到恁吼心情真正足好的啦。啊，毋过恁是不是偷偷伫咧 DC 讲我歹话？我掠着啊吼！恁遮高斯囡仔真正就是要招妖神的，真就妖型的。欢迎来到着地盖表的臭面线，又要偷臭啊！我跟你们说，我今天真的会唱歌，我真的会唱歌。我早上开会完，然后就是应该说在开会当中就听到稀里哗啦的雨声啊，我的心情足好诶，因为我就爱落雨天诶，所以等下一定会有这光辉的落雨声，一定爱来唱一下吼。但是我偷偷的也发现，你们是不是在 DC 偷臭啊？是不是在 DC 讲我坏话？一定是安尼点，我就知道。臭面线，欢迎来到这地卡频道哦！是什么人讲的啊？我看到有人讲的啊！快点，我把我的表情收回来！快点，我们要表情管理很重要。
来者是客，我们不能用就是很骂倒的表情迎接我们的客人。拍摄是多几个杠肉，我看一个哦。没有，猪真的会，我真的会好好的唱歌。对，差点被你们骗，我真正来唱歌啦！我真的来唱歌啦！我不要公开讲啊，我不会一直讲话，真的啦。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嘛，刚下顶的讲了，我是迪卡屯足基啊，大家晚安，大家好，今仔日伫咧高雄诶，真正是足罕见，落雨咯。请问这位是猫啊？伊拉塞，我可以叫你猫朵伊吗？你好，欢迎你的降落，谢谢你来到猪猪的频道。にゃっといかわいい、めちゃくちゃかわいい。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にゃっといちゃんでいいですか？迪卡でございます。我是豚足鸡猪猪，你可以叫我迪卡豚足鸡。你好，欢迎你的降落，谢谢选择猪迪卡频道成为您降落的地方。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哦，吼！猪猪呢，周一到周五只开平常日啦，吼，然后也只开中下午台，吼，所以就是晚上啊，吼，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开台。哦，相逢自是有缘，但真叫有缘分呐哈！谢谢你们的加入哈，也欢迎常常中下午的时候平常日的时候一档来温刀这一类哈，欢迎来到的温刀听歌哈。今天我们就来到猪猪的这个频道哈，我们后方哈，这点是温刀啦，温刀也可以听哈，随便坐，毛型猪白呀哦。有没有？我们这次的新场景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李白老师哇！就我们行猪白鸭前面那个烟呐，在那个烧吼，就是烟绕潺潺的烧的感觉，有没有？哦，这样就欢喜耶！对，就是带着我们的行猪白鸭吼，这个是台味上等，好不好？超棒的台湾价值。一直以来，猪猪都很喜欢这些台湾味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讲，这真正是宝啦，真正是宝贝，真的是一个宝贝哈！啊，就跟我们水莲宝贝一样，是躺枪。其实我台语讲无啥好，不过我就爱唱台语歌曲诶。虽然说我台语讲的不是那么好啦，但是我很喜欢唱台语歌，因为从小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常常会听台语歌啊。然后虽然说我不会讲，可是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到了长大经营这条路，才发现那些都是我的养分，这样子啊。谢谢那对家，谢谢可以，谢谢我们的客厅，对，非常的台味，欢迎自由称呼嘛。好的，也谢谢你不嫌弃猪猪的频道，真的看到你很开心，对，希望之后还可以常常看到您这样子，对，午安，大家好，我在拍一个招呼，一个拍一个招呼啦吼。首先又是我模范生他哇。永远是咱头一个观众啦吼，谢谢他吧，所有都来是咱晴天哦，午安，所有都来哦，米叶，我们这样就不厚道了。我今天真的会唱歌，吼，我等下打完招呼马上唱歌吓死你，好不好，米叶？米叶，谢谢你前2天又在 DC 分享你的婚纱照，有啦。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米叶的婚纱照就是很中式，对啊，只是因为面社们有时候在忙嘛，来来去去，有时候就是被我看到啦，嘿啊，就是刚好没看到，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些很喜气的东西想要再分享，我都很欢迎，因为我其实很喜欢看亲友的婚纱照，对我自己落汤猪、单身猪就算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幸福。你等一下幸福啦，你好不好？自己跟我送伊拉晒，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吼，上来小喵喵应该晒。店先生，最近你真的是同流合污了。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从我的内裤带回来。我在讲什么？我看到店先生就想到大家，谢谢你们参加新一庄预测。结果居然是我们黑马店先生获得高票当选，对，然后参加新一庄预测的小礼物，猪猪这边也差不多准备好了，然后请静待猪猪大概在下礼拜会跟你们询问店到店的一个邮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们可能店到店不方便，可以再跟猪猪讲，看说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比较方便收件这样。小我经理拉下来，更新的，欢迎大家弟弟改频道，然后很苍穹伊拉下不合，你也吃瓜的很开心啊。卖手工我都不知样哈，我都知样哈。少哥伊拉下来，欢迎你的降落哈。刷落来，午休应该还在砸吗？不，小喵喵，等到我追到聊天室马上唱歌猪猪姐姐真的是一言九鼎，好不好？九一伊拉下来，欢迎你的杠的啊，读过鸡汤，欢迎你的杠的哎呦，嗨天上麦安内啦。
那个葡萄干，大摆看到你拢葡萄干，我就恐怖的慢呢。谢谢水母先生，我看到水母先生就想到你们150块会籍的你各位记得填单，好，但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级会员就不用填单了。那如果说您不会填单，哎呀怎么办？我也想要文化部爸爸的礼物嘞，猪猪可是我不会填单咯啊，这是一个最好的问题。好，你当参照咱的嘿海推商，我们水母先生说哦，猪猪我不会填单，直接加入高级会员，好，咱朱迪卡帮你填单，安尼好不？好，好哦，真正好哦，加说嘛就友好哦。跟你讲小伟，我真的跟你们讲，因为就是对平常就是其他时间压力大的你各位族群们，我真的很了解为什么你们喜欢上来讲干话，因为真的很舒压，连我自己都是。好啦，再次感谢我文化部爸爸，对，非常照顾猪猪的频道这样子哈。然后，总之呢，6月份的礼物我们已经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也请各位记得填单哦。但是是我上贵迄个贵玩的免下这个标单哈，就不用填单啦哈。等下呢，快点我要追聊天室，等一下。谢谢大哥，欢迎来到第改标单，我看到你呀吼，扫落来是倒一个阿新秀丽啦，今仔日嘛看到你啊，安尼就好诶吼，扫落来我看一个。哟，呀对，好可爱哦！谁着好的那个名字真的超可爱，晨晨，刚下力，好，我看到晨晨都收到拎上来生日礼物，好，就想到你们送我的生日礼物，真的很谢谢。啊那开关深深给那里马来呀，看到你就欢喜耶。当然朝九晚五健康就说超健康猪猪，我是没有办法熬夜了啦，我就5005岁了才啊没有本钱熬夜了，我只能健康作息，不然我是真的会人生毕业。そして扫落来是吴贤，欢迎大家在第一边的哈吴贤，然后都讲了3句，好感动吗？讲了3句话，对，喜欢啊，萨瓦国家伊拉塞，欢迎大家在第一边的，来我们可爱的小美女，我们双子也来了。记得上次米叶有分享一张，然后说什么以前那种广告的发型没有错，他玩那个弟，真的对，所以其实。虽然猪猪大部分时间是比较没有时间在 DC 或者是各个社群跟大家互动啦，对，但是基本上我就是可能有时间真的就是会可能在 DC 看一下，对，然后基本上有时候很想跟你们互动聊天打闹，可是真的就是忙不过来的状况下，我拢知道你的公现在回哈，我都知道你们在 DC 偷凑我哈，可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很想你们，对，所以其实我每次开台看到你们，我心情怎样拢就好就送啦，知不？每次开台其实都是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心情好才开台，而是说我只要开台心情就好，对，简单来讲是这样。什么取内裤？不是新秀梨你5回啊？不是新秀梨你怪新秀梨，等下，人客啊，吃葡萄干，动作点心配茶。猪猪唱歌好听，加唱几歌再回去。刚下你的耳朵吼还贴上，可能还很久。我要最少，加迪卡美丽歌声啊！你还对加迪卡多，我会努力唱的，谢谢你。因为我前几天有一些感冒，我就不太敢开歌会，然后到今天想说，那应该是差不多啊，一当唱一个歌吼，就觉得今天喉咙状况应该是差不多啊，可以唱个歌。想录到陈秘书帮我填单，没有问题，邓先生，我们尊爵不凡的爱臭楚楚的高阶大佬，您各位啊，绝对是我帮你们填单，好不好？是，新诚一大下，欢迎大家到底盖屏灯哈，然后说的来，咱头啊44个位啦，咱总裁啦，不过吼，恁详细看。是恁眼睛业障重，伊唔拿44个位，已经耳顺了。我们大瓦的那个年纪已经冲到60几个，我已经要70了，好不好？谢谢大瓦，感谢不知道哪位大佬正式会员，不是大瓦别这样，我们大佬为什么这么爱装萌新？是不是？是，就是大哥是。然后今仔日欢喜来看水，哎呦，这样我讲讲话，去后台领一个便当啊，这便当要500块呢，有够贵。林秀丽得下啦，很常求在 DC 抽抽，他们超爱在 DC 抽的，都欺负猪猪都在 DC 啊，他们不是偷，他们光明正大。想你好，欢迎来到迪开宾的吼。好啦，我觉得就是这一个月啦，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吼，陆续有很多
台语系列的这些企划，自3月开始哦，有就这这台语的企划活动啊其实我觉得一溜烟的，没想到已经来到了6月了时间过就紧呢3个月的安尼过去啊，3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对，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蛮紧张的，因为我常常说我台语不好，所以其实就是在吴贤老师替猪猪争取到了这一次的一个文化部的补助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做不好，因为真正我台语真正就落彩，对，所以我爱唱歌，可是我一直很担心我台语讲不好，我有办法去胜任这些企划吗？但是我发现真正有进步呢，这3个月过去啊，那是讲哦，还有读。写的状况较无遐尼厉害，不过我即马咧读这个台罗，也是台湾政治也是讲这个台语，我那有淡薄练转诶。就是3个月过去，虽然说很害怕，就是自己做不好，可是渐渐的我发现，只要真的你去面对它，然后这种东西，这语言真的是累积上来的。虽然无法度参像于兔和老师有无，还是咱选股大哥，还是咱的吴昕老师遐尔厉害。不过我就觉得还好，总觉得就是在这个圈子有这些台语学习的前辈在，就觉得很安心啦。对，就是我有什么想讨教的，我就可以快点就是询问一下，因为就会觉得有他们在太好了，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感觉。对，所以就还好，现在。我那嘛是讲讲到有淡薄进步，安内的主题卡嘛是袂歹啦就觉得这样的自己好像还可以稍微的再往前一点了，比较不会这么害怕。不过伫咧7月25的时阵啊，咧台语的检定有无？台湾国农6是个检定吗？好，我告诉你总之就是检定台语怎么讲我又忘记了。对总之就是我现在看着你们打台弱，我也念得出来的那种感觉，是我觉得很开心。对，所以你那是会当拍这个台弱是台湾政治有无？尽量拍，帮我训练我的阅读也是可以啦。对，好，谢谢。多一家我会保重，对，猪猪姐姐会保重的。我就最在意身体健康了。我就最在意你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每天喝温水，非常的直男。收到礼物，我第一次可以遇到我只就一点小是的，谢谢车车，真的很感谢你们，真的很谢谢这不是咱的水灵宝贝吧？宝贝，你刚刚有没有觉得自己躺枪？不会啦，猪猪这个啊，跟我有认真嘛？好啦，是受理。哎呦，跟我们家呢？好啦，我也继续拍拼讲台语啦吼。台语正在学，不然有时候说不是不然有时会说是不是外省人哟？我常常和人在讲诶。不过最近在咧高雄，应该常常在讲台语的状况已经惯习啊吼。就是我在南台湾这边，其实台语算是比较普及。那因为常讲，而且就是这种东西，你只要肯去讲，你真的是。进步的速度真的会比较快，因为在南台湾真正讲台语的人讲就多，对你到处都是可以听到那些耳濡目染的台语，所以语言这种东西有环境真的是很优势啦，尤其是台语。吴昕老师也教只要有系统运动真好学，我嘛是安尼感觉呢，所以我就拍拼学的。不过我真的就惊咧检定无过安尼这样有落差有无？我就觉得说已经是一套很有系统的方式了，我检定如果还不够，真的这样就落差。狂深蹲是吧？大宝老师一定要的。对，当你觉得有压力，你那是有压力在深蹲的，然后救世界有无？不就那是救你的形态健康，全世界也可以获得拯救，好不好？谢谢关下先生，干丁刚丁安内吗？是这样子念吗？谢谢关山先生，你看我们聊天室有好多台语小能手老师们助手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这3个月学起来是我不孤单呢。我拎叠起来就好哎。老师要不要一起来深蹲？大宝老师一起来深蹲嘛？我最近看到大宝老师说，老师要不要一起来蹲一下？我们要一起身体健康，在一起努力的走这条路，这样子，是就在家，就家安呢，有啦，好啦，新秀里，
真的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很多有趣的台语企划会沿路到8月底哦，所以其实还有够冷锅瓦味的时间。就是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台语企划，这样子。要讲是什么东西？大不好意思，台罗参考啊，有吗？钢钉哦，钢钉啊，检定的台语钢钉，而且咱都这个台语的变调有无？我发现那个573217吗？它真的是照这个神秘的数字去做一个规律的变动，真的是安尼呢。产在那9527，赶快就升级耶！真的是573217，钢钉好，我被记起来，钢钉，谢谢你建勋，钢啊，对，应该是安尼钢钉。好，检定，谢谢。嘿，我今仔日要唱歌，我真的要唱歌，对，我真的要唱歌，我不好笑，你相信我，真的唱歌啦，真的唱歌啦。好啦，我今仔日真的唱歌啦，今仔日来唱就这台语歌曲，您讲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唱好多的台语歌，因为咱大高雄真正是足罕见的咧落雨啊，所以你应该知影，我想要唱啥货啊吼。刷落来，咱落雨声吹落去，等我一下哦。嘿，没在场的，我们第一首真正就是落雨声哦，我们第一首真正都是落雨声啦。好，等一下我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应该是没有。好的，好声的，知道要唱，然后嘿耶拉塞，都歌回妥的啦，是不是？歌回，两位老师叫你讲刚因为变调第一调，嘿，对，没错，一支小雨伞，人，我讲会当唱，我讲会晓唱，等下会当唱看卖呀好啦，咱先来落雨声一个吼，这个我们要很沉浸式的一个氛围，来唱这条歌曲。首先呢 ，echo 吹落去，有无？这 echo 有淡薄仔大声。我们这个在家里的这个环绕音响，这个 echo 实在是不需要这么大声啊。伫咧温刀吼，嘿，社畜你好，欢迎来到地开冰岛吼，黑夜伊拉塞。毋过我即马这 echo 好像若有似无吼，有吗 ？Hello， 我即马应该是有 echo 啊啦吼，若是无嘛不要紧啊，我的 echo 定互恁听不出来吼，我的 echo 常常让大家听不太出来啦吼。好，我们今天就轻轻唱，然后不晓得你们那边的天气如何？大高雄工业国真的很难得下雨如果你们那边也在下雨的话，不管是通勤还是就是可能送货啊，或者是跑业务的，注意安全哦。我真的好像很久没唱歌了，救命啊！米塞卢老师，我安，我今天就顾不唱歌，听起来好像有跟没有一样吗？好拍谁？今天是安内吼。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不知影，阮我头不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灯似咧照射，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
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遥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养较时大，毋免等好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毋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我们的这个音乐声音很像偏小对不对？看我有没有办法调大声一点哦。人孤单，像灯是咧照照，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遥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养好时大，毋免等好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来走总啊，甲人拼死啊，忘记了。为着啥家己毋知影？你若要养好时大，毋免等好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毋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空厝声无人相命命。有好像哦，刷落来他跳的这个不是台语歌，所以我先禁掉。来啊，将会二姐的好像。认真的女孩最美丽，平安健康，加油，观自在哦！谢谢，感觉观自在菩萨的吗？的感觉吗？谢谢我们的观善。妹部爸爸いらっしゃい，お弟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哦，然后谢谢，好听吗？刚下地的鹅了吼，稍等台，昨天林口这边有人要渡，有人要渡，你是说语用道的感觉吗？是这样吗？大波老师？啊，灰熊路这首歌我嘛就爱唱嘞。然后台南对啊，咱南部就罕见这两天既然伫咧落雨，啊，毋过落雨嘛好啦，因为这边无水啊，我们的水库好缺水哦，希望那个水可以多下一点，但是不要有任何的灾害。把猪猪的表情符号藏起来，害你没办法使用吗？哦，真的吗？那你现在可以使用了吗？宇轩，猪猪的表情符号藏起来有吗？有吗？可以再翻看看吼。好哦，头几首歌就是咱的落雨声。
其实我今天有好多首歌想唱哦，可是又要乖乖，不能唱得太过啊！可以在这里继续唱着喜欢的台语歌，真的是就赞嘞！稍落来，咱来唱这首歌哦，《回哪里基》。我们来 setting 一下吼，我看一下《回哪里基》的卡拉 OK 刚嘛是就细声的，因为刚我发现的好像这个卡拉 OK 就细声的吼。这个是有还是没有啊？对，就这个更小声，这个愈细声，这是什么情形？它就伴奏偏小声。这个愈细声呢？不是你的问题，他吧？我觉得真的是偏小声，我把声音抓大一点好了，等我一下，这样看能不能取得平衡吼。花哪里去？虽然去，搁开景无共时。叶那落多随不去，孤花已经无共位，阮你不知，阮心里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只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结果他这个伴奏更小声都调整到你自己监听那边了吗？我只知道要从那个 Studio One 这边调整哦，是讲这两天刚那落淡薄娘娘看水真对呢，我嘛知影，希望会当归了挂哦。啊，你好，你好，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哦。我们今天会多唱一些台语歌。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只见大家双头天。兄，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
寒冬也会变春天。我看到咱的新的观众，伊讲有我恁笑，真正就适合这首歌的。若亲像火那日记共款，有我恁笑，悲しい。めちゃくちゃ悲しい。終わりたくない。終わりたくないわ。开始对不起被盗账号。哇，这名字取得好风雅哦，我哇哩你西哦。来，我把我们唐突那个风格切换一下吼。欢迎来个土地盖边的啦吼。我们这边有些唐突那个风格切换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吼。谢谢灰哪里基哦，你要上班啊吼，正训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好，上班加油，我手瓜嘛加油。好，谢谢正训，安详的去吧。好，为什么会有红萝卜啦？很苍穹。谢谢，然后啊，人家都讲，谢谢你还在这边听猪猪唱歌。对，我今天真的是也算是有点久违了，来唱歌一下这样。Hello， 萨德来。刚刚的两首好像真的卡拉 OK 偏小声。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首。好。好，我们来唱这首还蛮多人翻唱过的吼。无烟花无烟花的部分，来，我们来 setting 一下。刷出来的是这首歌嘛是最好听哟，无烟花吼。啊，有啊，这首歌的卡拉 OK 有较大声啦吼，有啦，有较大声啦。哦，正经。迄两首歌的卡拉 OK 有够细声的，我嘛唔知要免哪。刚刚那两首卡拉 OK 好小声哦，还好这首歌应该对卡拉 OK 了吼，这才是正常的音量嘛。今夜冷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无言？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稀微。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落肚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落肚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我哪会这无言？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
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落落破碎？是啥人的心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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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会二姐无言会，送给大家。好，谢谢大家。我们要回到我们那个纳卡西的怀抱了。我要淋一小滚水耶！我多喝温水一下，保养我的喉咙吼。我看一下哦，欧阿林的石油桑很少听到唱这么好，谢谢你的赞美吗？哦，我才要谢谢你的赞美，欧阿林的石油。然后这位是子杰，你好，欢迎来到猪猪频道。老师啊，谢谢那对酱，我从那对酱这边获得好多的全肯定能量，真的很谢谢你，我看到你也很开心。小喵喵一大困起来后啦，好哦，欢迎来听姐姐唱歌。哎，Super 爸爸，对我在唱无言花。Super 爸爸，你还好吗？我有看到你在 DC 分享的那个 message， 那个截图，你猜你妈妈没代志吧？应该是没代志啦吼，只是玩给你啦。你们和好了吧？还蛮紧张的，感觉自己好像被吞咽到另外一个空间吗？哦，这么说也是，因为猪猪的这个空间的确是特立独行的台位。哎，你跟我马是属性，这样讲也是事实。头上是绣球，谁爸爸你很坏？哪有爸爸这么坏的？你们自己说，做人夫可以这么坏吗？我头上那是芋头球啦，怎样？芋头球好吃。哎，刚才我们正在吃午餐嘛，呵，刚才你加入咱的会员，13个哎，呵，豆豆要吃饭吼。谢谢20先生在吃着他的饭吼。主持人直播几个月的哦，你讲话吗？直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出道4年多吧。对，然后关山先生，如果感觉是我们的算是新朋友吗？就我们这边也很欢迎，就是不管是从哪一个圈子过来的，都欢迎来看看我们台 B。我觉得我们台 B 圈真的是很棒，对，大家都很良善。对，那如果说你是从其他圈子过来的，也很欢迎你。对，然后接下来就祝今天希望可以多唱一些台语歌。对，我这边很喜欢推广台语歌曲，当然日文、中文也是会有。对，但是我今天就想唱爆台语歌。如果您刚好喜欢台语歌的话，一定要留到最后。Maple 爸爸，你看我们人夫爸爸们是可以这么坏的吗？我上面是芋头球，但是说绣球花其实也蛮像的啦。好，是不是爸爸没事吼？好了，哎，真的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因为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后对我那时候看到，其实我也蛮紧张的，但是好没事，是不爸爸真的没事就好。我们人夫说来就来，米野我就问，我刚刚在唱歌了，对我没有聊天，对我现在在聊天，对不起。欢迎来到迪卡平德米野，
然后汤包哥伊拉塞，刷出来，我看起来，两倍老师26个月，主宰专员哩哩啦啦吗？不会，我们两倍老师顶的好不好？我们两倍老师超顶，好，谁敢说他哩哩啦啦？好，我就不姓朱。算了，我觉得今嘛的这个旧转吼，真正无虾米，没什么力道，每次都破功。可是那两倍老师那我可怜哩哩啦啦啦。哦，两倍老师超扛的，两倍老师啊，猪猪就真的常常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可以在就是这条路上一起把我们的这个专辑做出来，我真的觉得自己超幸运的。所以来，这刚胸口是干个来啊！来，我真正是就罕见，不是就罕见的啦，就是哦。中算会当唱歌，总算今天可以唱歌了。前2天喉咙状况不佳，不太敢唱，怕说伤到喉咙。既然今仔日我们相逢自是有缘，那我缘分在咧这个频道来抽见。今天如果有出现的朋友，真的相逢自是有缘。我们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啪下催泪，啪下啪下啪，好像打蛇哦，啪下。对不起，被盗账号。我喇叭下催泪，全部是大宝老师、猪猪，还有各个音乐老师、台语教证老师们满满的肝脏，满满的制作人的肝脏，不只是音乐系老师哦，就连我们的会师们满满的肝脏都在上面的，有没有？以及我们的庄真老师、小子老师的肝脏也都在上面的。不嫌弃的话，我们目前专辑预购中，我们是没有限时间的啦，只是之前520的甜甜价现在可能预购不到了，但是我们一路发666，让你买下去，也是讨个好彩头啦，那这个数字呢，欢迎大家继续预购下去，继续让我有机会供出我害怕的第2食材，安尼个好不好啦？真正好诶，真正是子孙有友好啦，我带出9万啦，花下催泪，感谢。话说我们好像还是要36张精装版，就会让朱蒂卡供出第2害怕的食材。对，我这2天忙到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卖场，是不是现在又有推进一些数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个旗就立在这边哦，它不太好拔哦。但是呢，如果说您今天愿意就是贡献个1-2张，就朝我们这个旗的这个目标越拔越前进啦是不是这个是说那学那么多语言真是太了不起了嘛的終わりにしようさん、褒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よ、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ね。谢谢，但是我英文很烂，你不要考我英文。我这边常常就是台语、中文或者是日文，喜欢玩一下这些语言，但是你卖问我英文，这样就痛苦你刚才痛苦。我这边是英文，真的是没办法。对，但英文你可以问我们在聊天室的小能手们，他们的英文真的是强到不行，因为每个都是大公司老板或者是主管们之类的，这样科技产业的大佬也蛮多的。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对，互相交流一下1秒钟几十万上下的快感啊！好，对不起。被盗账号，对，绑着这样我们很和平，对我们很和平良善，汤包哥，大家都有难念的经，这样念了对，如果您真的觉得你们家的经念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跟我们汤包哥一样念什么大悲咒，是不是可以？汤包是超康晨，对，就不是这位塔瓦，你怎么这么像我们本频道高阶年资第1名的这位，我们人也是一位塔瓦，对，但是他很喜欢自称他就是塔瓦1号、2号之类的，对，或者喜欢用第3人称去称呼自己，就非常可爱。对，如果说你也是塔瓦的话，相信你也是非常可爱、良善，切开也是黑的那一位，对不对？陆天刚下列赞奏，想听一下我的不会记出去啊，这句歌我不要唱呢，好汤啊，不是好汤，对不起，它自动帮我翻译了。Nice soup， nice soup。なんでスープ？スープ美味しいよ。特にそれなんだっけ？味噌汁となんだっけ？コーンスープ。あれが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对，我这边就看到一个很棒的汤吗？是这样子吗？終わりにしようさん、うちも同じく。英語はダメ，苦手。英文不行，认真的，但是必须当他们结合看不懂吗？好，总之呢，
总而言之呀，总之来猪猪这边刷英文，就是猪猪可能会脑袋转圈圈，但是会其他的熟男们会帮你们回复这样子啊。对，我们这边欢迎不管是其他圈外的朋友，可以来过来认识一下我们咪圈之外，那就是希望可以让你们在这个圈子发掘更多很美好的事情，或者是其他就不管有在唱台语或者中文。各方面很厉害的 B， 其实在我们圈子都是卧虎藏龙，欢迎可以去看一圈。对，喜欢的要多多订阅，然后跟他告白，你好棒夸夸真的是会让大家成长的正能量啦什么摩西？对，我这间厝嘛就这摩西，我嘛唔知影是安怎，我这间厝真就这摩西就恐怖Super Jato 的缩写吧？Super Jato 是水银宝贝，我刚刚。他刚刚是说那个不是 Super 是 Super Jato 的缩写吗？是这样子吗？然后好吧，我英文很烂。谢谢米野，你也好棒。我知道就各种扛的米野你也超棒，对我而言你们真的都超棒。そして灘そうそう歌えるよ。沖縄民謡曲大好きだよ。我最喜欢冲绳民谣歌曲了，今天搞不好也有机会唱到哦。好，总之呢，谢谢你们大家。刷落来，这家就重要诶 ，Uber。咱迪卡真正过生日，过生日了哦，嘛是继续咧安怎？嘿，我今日创啥？继续咧唱歌啦，不过唱歌当中嘛是爱共享好一个，爱继续咱共享好一个。迪卡生日咯！那我们这次新衣装配合我们这是非常宫庙的风格，所以我们的宫庙帽、宫庙背心，那我可能无咧，兄弟呀，紧买起来咯！咱线下有可能有机会来认清一下哦，有无？好，我们宫庙帽、宫庙背心，好不？跟我咱的宫庙旗帜。猪猪，这是这个月听歌费和吃来的生日快乐新衣装和新场景都好看喔！爱心眼后天6月7号是爽子生日，如果能得到猪猪的祝福，爽子会很开心。晚上要上大夜，先去睡噜，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わこちゃん、スパ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まさか同じ双子座だよね？我们是一样都是双子座我说了一讲，我们都一样是双子座，太棒了！双子，祝你生日快乐！哇，双子宝宝都好棒哦！拿到地道吧，再嘎抓芭比老公公芭比哦，芭比咱双子满速率满泥富贵。我袂讲子孙满懂啊，因为阿力小懂啊。我不会跟你讲子孙满堂，但是希望你平安顺利，永远做最美的那个自己。双子，你真的很美，也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故事，好不好？谢谢萨瓦高娇，大家比我美得多，生日快乐哦！那如果姐姐告白，你好棒吗？你还对我讲，原句奉还，你也超棒的。对，虽然说就是猪猪姐姐很少有机会，就是在其他时间跟大家交流，那也常常就是下播之后就不知道忙去哪里了，然后很多社交平台根本没时间使用，对，就很边缘啦。但是我很开心你们愿意选择猪猪频道降落，真的很谢谢。就前面2个字，有些是这么念的吗？涛啊，过了2天伪单身吗？你可以等我气头，你也怎么这么好，很棒耶！叶嫂可以就是放你去算是放风之类的，我觉得真的很棒。nice 吧。然后双子就是赞啊，像那2月双子好，对，我们这边有各方面的双子。对啦，涛啊，我们要说水瓶也很赞啊，这样好不好？我不止双子赞，我们水瓶也很赞啊，这样好不好？超可爱，我们12星座都很赞。好，等一下跟我跳出来说8月双子、12月双子，我刚有法度，我竟然不法度呢。好啦，阮岛面线真係高水的，来啦，咱宫庙风宫庙，那有可能无这个旗咧，这旗啊嘛真係足水气哦。咱天之火老师的画图真係有够水的吼，消水有无？天之火老师画的图真的是美翻美爆，非常迎合猪猪想要的台湾风格吼。所以这次我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把天之火老师的这个图放上去，我们这次想
宣传的这个宫庙周边之外，我们还要为您各位最喜欢的这个立牌哦，这个一定也要有啦吼哦，专播嘞，专播安内得得了去吼。我们还有这个套组限定，就有被这套组加一当五的这农药袋。好，农药袋株式会社，信用可靠、精明、干练，株式会社荣誉出品，自己看了都非常的心虚，但是我必须拾起我的自信，没错，就是童叟无欺、精明干练，谢谢。啊，转播安尼落入去，转播偌济咧，来无咧甲你543吼，真正无咧543哦，转播只要3456安尼就好咯，咱有买有赚到，有哦，水啦，爱到赚到，请各位把握你们的时间，因为咱的系列周边。系列商品呢，我们预购到6月25日，我们预购到6月25号而已，所以大家请一定要把握时间，好不好？大家就是这个算是生日周边套组，算是有预购时间上的压力，但是知道大家都很忙，有想到的话啦，预购一下。但如果预购期过了，可能问就不好意思，真的是只能道歉，不好意思，预购期过了，就这样，只能道歉了，对。但是呢，我们的专辑是没有预购期限的，欢迎大家。但是精装版哦，够30来丢哦，搞好利拿哈。我们精装版目前还差36张，就可以让朱迪卡公出第2可怕极恐食材，好不好？好好的把握相爱相杀的机会，交给你们喽，面线大佬们，啾咪阿斯，好啦，我继续唱歌啦。好啦，刚休后时间结束咯。好。5月双牛在哪？对，我们金牛是不是？嘿，我们的12星座没有不赞的哈，我讲不要多啊。你说，那他7月双子、2月双子又跳出来这样子啊？实际上个我领你16狮子座8月的赞哦。其实我觉得12星座的朋友我这边都有遇到过，基本上每个人都很赞诶。我实在是说不出，就是他们有什么不好的特点。顶多金牛的真的不要爱开车，对，但是金牛他们是就是非常的遵守礼貌的开车。我很凶，好啦，我唱歌啦，我唱歌完蛋了，我觉得我要被欺负了。好啦，恁家烧滚水咧，继续唱歌吼，继续唱歌。好来，接下来。好，刚好咱的这个子的这个拿卡西结束了，我们刚好，对啊，那个1月的话，我知道，不和你不要冲动，对，你们都很棒，好不好？嘿，我该唱歌了，对不起。我们5月双子跳出来了啊，这个还是唱歌吧。我们这个真正是嘿，什么代志都不要紧，咱钢琴放一边啦，什么代志都不要紧，来，我们刚说的就当做是背道正好吧，对，好，钢琴放一边，马上吹了欸。这首歌屯妈超喜欢的，我也是小时候常听他唱，听到会，你知道吗？就是就我在保安的盔甲，字面上的意思。对，水灵，对你说的对。两一款世间行，通共情放一边。动情无动情，嘛是自己的坚定。会藏在目眶的爱的边，爱真正深，想要讲三两句较像人。人讲这款人真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明仔载不知要用倒位飞。我讲这款人真是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陪，就放在心肝底。你们在听的伴奏还是偏小声吗？会吗？いかがでしょう？我刚刚取得的平衡点就是把我的麦克风声音稍微再转小一点，好像只能这样子。
不管是单身女性朋友拢交陪，无论是真心的爱当作烧酒的，唔通来问我过去我的讲几暝，目屎流敢不知天啥白。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变哪知不知要用倒位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哪知不知要用倒位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好，钢琴放一边。啊，这首歌可以顺着唱哦。这样差不多了吗？人声不会太大声哈。不公平啊！那个真的是屯妈没有收到简讯啦，我是优化的飞雪，你在搜寻我啦，好可怕哦！又是葡萄干啊！这个伴奏应该比较大声哦。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我，对在期等甲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犹原无夜无食。我不敢想，若无你讲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淋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到才知影痛。哦，谢谢啦。来，我们本月双子那个雪哥，雪哥，如果是葡萄干的话，你尽量自己注邮政信箱，比较不会落掉。对，因为有时候全家简讯真的很皮，他真的很皮，他有时候不会发的话就完蛋了，就爆炸了，你知道吗？蹦蹦蹦蹦，又被退回了。好了，辛苦了，我只搞点什么？爱到叫再听啦，哎呦，就听，我够听一听。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我，对在期等甲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犹原无夜无食。我不敢想，若无你间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淋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
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到这知影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到这知影痛。感谢大家爱到这知痛。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他那个爱到才知痛的那个发音到底是爱嘎架在听还是爱高架在听？就是小时候听妈妈唱，然后就觉得好应该是这样唱，但是现在长大自己在研究台语有没有？会发现奇怪，他这个台文字是这样写的吗？他这个台罗怎么拼啊？好在意哦！等一下这不是你这是什么要死一起死？要死一起死！不要，不管你记几倍，我就是不开心。小环贝拉塞，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吼。祖祖您几岁了 ？OK， 朱迪卡从出道开始5003岁，现在已经，我很像出道不是5003岁，等一下，我很像记错了总之呢，我今年5005岁，我出道4年。我出道4年怎么会是出道5003岁？等一下，我出道是5000岁，对，我忘记了，对我出道的时候5000岁，然后5000岁，的那年的5月5001岁，对，然后为什么？我出道4年，为什么我是5005岁啊？等一下，总之我今年5005岁啊，操嘛！我的说话真的不好，对，我出道5000岁，我过了4年，怎么会是5005岁 ？Oh my god！ 好，总之我3岁，谢谢，正确答案3岁。汤姆，我的心伤，我嘛刚刚消失耶，刚下列鹅了，汤姆，你今天不会被折断了，伊拉西在。葡萄干常温，对，葡萄干常温可以寄那个邮政信箱啦，才不会爆炸，好不好？然后好啦，飞熊，我知道你最近就没用我知道你最近很忙啦，辛苦了，好不好？把自己照顾好。有的18岁应该是那讲吼，水灵宝贝。好啦，好，我不是5000岁，我永远18岁，这样可以吗？好啦，生日快乐啦，飞雪！啊那到地道把菜搞错无味道，公宝贝哦，我嘛是袂。祝你子孙满堂，因为你嘛真正伤大吼。祝你生日快乐，顺心呐，祝你生日快乐跟顺心就好，好不好？对，凡事顺心，一切的顺呐，那个好不好？翔哥你好，刷落来龙姐你好，对，出道跟生日，对，不同天啊。猪猪出道是1月7号嘛，但是我到了5月就多了1岁啊。真的是好难算哦。有色哥，感谢你送我回音，应该不是我啦，上米线回完啦。谢谢我们有色哥送出了5个会籍，刚温。有色哥，我真的觉得我数学烂透了。我居然在那边算说，猪猪今年几岁？对，我今年5005岁，但是我居然算到我出道的时候5003岁，然后我现在出道4年后，我今年居然是5005岁。不对，我数学真的好烂。我的说话真不晓就是不晓呢，新秀里，小小摇型呢，就摇神呢，诸事数学正常，基本上
对啦，我说话就是袂晓，就是袂晓啊。高莎莎也不会出电话，卖问我几岁，就是永远的18岁，安尼好不？谢谢有色哥，谢谢，也祝福所有的双子宝宝生日快乐。对，就是我们就不要自肥双子了。对，我本身身为双子猪，很爱自肥双子。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什么星座，其实都棒棒，真的，12星座没有不棒的，好不好？也感谢有色哥，快点你就欢喜耶，谢谢啊，爱的心爱的心较知影听 ，OK， OK， 有继续歌吗？对，感谢惠子哟，好虚岁，我虚岁5005岁10岁18岁，安尼好不？数学绝对背叛你，我说话对真正袂晓就是袂晓，我已经尽量啊，就是袂晓就是袂晓，我有法度，我无法度啦，侥幸哦，好啦，唱歌啦，来一首，就住这边啦，除了定定咧唱台语歌曲以外，咱这个沖縄民謡曲よく歌いますね。我们也是常常会唱那个冲绳民谣呢。沖縄民謡曲大好きだわ。わかる？ぼやたち。大好きだよ。だから次の曲が灘そうそうにしようぜ。对不起，我刚刚被盗账号。よろしい坊やたち、灘そうそうにしようぜ。而且唱个拿大搜索，为什么唐突就是画风变得很奇怪这样子？好啦，拿大搜索啊，但是歌词好像有点忘记了。合唱嘛，歌词怎么唱去了？我想一下。なんだっけ？古いアルバムめくりありがとうってつぶやいたいつも胸の中励ましてくれる人よ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汗でも面影探してよみがえる日はなたそうそう一番星に祈る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り夕暮れに見上げる空心いっぱいあなた探す悲しみにも喜びにも思うあの笑顔あなたの場所から私が見えたらきっといつか会えると信じきてゆく有声大哥，你有发现我那个会员讲错了？拍谁啦？讲唔对啊！会员讲错了哦，混着唱就没事了，日涛啊，好哦。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
せでも寂しくて恋しくて君への思いがだそうそう会いたくて会いたくて君への思いがだそうそう谢谢。那个自动播放，你们等我一下，自动播放像不安于室等一下，我就知道他可能会把这个演算法带到这边。好啦，我们来台中人主題曲一下，晶晶海角東景色哦。上の初の夜行電車降りた時から青森駅は雪の中北へ帰る人の胸は誰も無口で海なりだけを聞いている私も一人連絡船に乗り凍えそうな過去目見つめ泣いていましたつなぐ海峡を冬景色睡啦感謝大家都安呢就好凶诶，有送去完呢，有安呢牛麦里程碑诶，有这个关圣神系的这个 super 价的150块破价吹嘞，睡啦。ご覧あれがだ指先ギターの外れと見知らぬ人が指をさす生きて曇る窓のガラス拭いてみたけど遥かに霞見えるだけさよならあなた私は帰ります風の音が胸を譲るだけどばかりに津軽海峡冬景色さよならあなた私は帰ります風の音が胸を揺するだけどばかりに津軽海峡冬景色是啦，我啉一下小滚水了哦。我看到有胜大哥说啊，金门嘛，我就想到那个金门85度高粱。我跟公姐写，我今天没让啉酒呢，就是我知道好像金门的应该是58度啊，不是85度，85度应该死人，对不对？58度高粱是很有名。然后金门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很像那餐酒是菜刀哟。但金门的菜刀真的是就有名的，我就想要用诶。
因为我就定定在煮菜诶，所以我想讲这菜刀若是，如果是这来自金门的菜刀，我会想用看看的。对，所以我刚刚看到有声大哥说，哇，金门是台语地狱母语，真的很赞，谢谢有声大哥。所以我就想说，哇，金门想到高粱跟菜刀，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出社会第一份工作是啊，台语的电视台做工课有啦，所以很赞诶。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个圈子，然后一旦想要踏入的话，其实我也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把它排除在外的，就是台湾的所有代表元素。但是因为所有元素都放上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呀，太夸张了，所以我才选择了迪卡、NC 嘎嘎吉德亚。对，所以当初决定要过来经营这个频道的时候，才觉得说我身为台湾 V， 我就要成为一个最台的 V， 所以我才把嘎吉德亚、NC 嘎迪卡肯定要我辛苦定。起码咱有这个台湾哦，伫我的面头前啊，应该是另一个面头前啊。对，我们现在还有台湾，就是在我的衣服身上了，而且就欢喜耶。对啊，所以就是台湾的部分，尽其所能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推广下去，这样子。好，我追一下聊天室哦。好，混着唱没问题，好吧？然后宋代唱《天上圣庙》哦，这个哦，我其实还不晓得这个我们的妈祖娘娘到底是几岁。好，阿姆哥，我想到，但你会当唱一个粉红超跑有无？我们这边是台味十足的地方哦，对，所以时不时会切换很台味的东西。下川里面本人啊，别这么说，不敢当。对，这个只是喜欢模仿一些这个腔调的部分。谢谢，欢迎来神域，欢迎来到的题开饼的就花喝天嘛，刚下的耳乐哈。哦，所以有声大哥看到猪猪很十分亲切吗？谢谢啦，谢谢。谢谢你跟猪猪一样喜欢就是台湾文化的东西。牛妈，我刚刚看到你的里程碑啦，46个位哦，诚心诚意，大发慈悲，防止宇宙被破坏，守护世界。等一下，牛妈，你今仔日是压力这么大哦，我哪不知道你在讲啥话？牛妈，好，没事，这个就是我们牛妈没有被盗账号认证，难怪我们春姐姐爱不释手，对不对？谢谢牛妈，刚才你咖喱6个位会员，谢谢你加入16个月的会员，好，基本上你这样给我在那吃瓜，你好好把朱迪卡那个棉花娃内裤好好穿上，知道吗？自动播放一直很会，对，很会，好吧。然后刷落来写了呢，150块 Super Chat， 祈福大家都好，没错，平安健康，吉祥如意，天天开心，猪猪好听啊，谢谢。然后观音、地藏、药师菩萨都出来了，还有你没有跟我讲说南无那个什么菩萨，那个加特林。我上惊加特林菩萨，你若是不是讲加特林菩萨，安尼我就安心啊。你若是讲加特林菩萨，我规人会规无去哦。而且，我想知道，我们关善先生是从哪里知道猪猪频道的呢？是被演算法推来的，还是就还是被其他亲友推过来的？对，欢迎，就是如果第一次接触 V 圈的话，也非常欢迎。就是我们除了猪猪频道之外，我们 V 圈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不管是前辈或者是就是大家都努力的在经营这条路。例如我们有声大哥也非常厉害哦，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块V 圈里面真的很多宝贝啦，对我来讲讲是宝贝，就大家真的是爆肝的在经营自己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东西。所以就是如果今天你刚好喜欢猪猪的频道，除了就是欢迎订阅猪猪，或者是就是支持我们的周边专辑之外，也可以去这个圈子到处看一下，大家还有好多好棒很多才艺的大家这样子。对，然后燃烧神教立马来呀，碎啦，周哥有台语版本没有错，好吧，我刚刚看到你这个 comment 就笑出来，然后直接自动爆发出来欺负半熟东西，我知道半熟东西是咖啡，我在想讲，这高粱应该是58度，应该是58度的高粱对哦。金线莲跟一条根啊，对，一条根也很有名，就是屯妈很喜欢把一条根的那个什么药膏带回家，对，半熟东西。等一下，明夜我讲我都不在听学就我不知道啦，我不要电先生，我不要，我就连喉头优异可能就一杯就醉了，你们还要我长生命之水？唱歌很好听，谢谢，欢迎神域港小弟来到对地开屏的，不知道是不是初见？对，如果不是初见的话，对，就很开心你又过来了哈。冰箱中做虾米料理哦？普段はどんな料理をする？
普段はとんかつでございます。とんかつ大好き。そしてパクチーも大好き。パクチー料理最高。我什么料理都做啦，我真的是在这个频道这4年，真的是什么料理都做耶，真的啊！那是火箭队是不是？呵，好牛妈，对不起，我居然没有 take 到，我居然没有 take 到，猪猪居然对我话就是没有印象，我真的没有印象，我就没有看宝可梦嘛，猪猪真的没有看。春丽姐姐早上运动完啊，真的吗？啊，感情真好，春姐姐保重哦，春姐姐，一席3600转哦，你是说那个加特林菩萨吗？丽轩你好，第一次来到，听说可以领朱迪卡的，不是丽轩，没有这种东西。你这个抖我不要踩，我不要。现在已经不知道不用加特林了，都改用什么方阵快跑什么东西啦？够恐怖诺言对对黑暗料理嘛。这我不好说，但是又说黑暗料理嘛，但是我又很在意这个色香味俱全，就是看起来很像黑暗料理，但是对我而言还真的还算可以吃呢。嘿呀，有巧克力猪脚，好啦，随便啦，那我们相爱相杀产出的料理，我们真的快可以成为就是集结成册嘞，我已经在安排那个成册的计划了，你知道吗？对，就是一摊开，哇靠，我们真的基本上没什么重复菜单哎。你看看你们这几个家伙的相爱相杀，我们懒得卡价，今天我够吓跑对我们那个菜单一字翻开，真的已经可以成册了，你知道吗？不是 CCK 老师，CCK 老师你给那里阿里嘛就对了，现在马祖有民帮忙到马祖讲今仔日要来练一下稍微是安尼吗？马祖个叫你来啊是安尼吗？我们 CC 老师常常梦到妈祖托梦要过来帮助猪猪，或者要过来就是凑楚楚之类的。好啦，你喜欢我不要葡萄干，对，汉鸡毛桑说的话倒霉。葡萄瓜我不爱，不要听他乱说。邱老师啊，萱姐姐不要紧，对我看到你们每天闪闪发亮就很棒了。我没有那我要踩了。好，这毛桑，你说出食谱，我是觉得食谱我担心来不及撰写，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出成菜单，挺有趣的。我已经在思考要出成菜单了。对，每个月都有神奇料理。这不花椒布丁。这个月对大小姐当家，她要德国花椒布丁，没错。对，朱迪卡已经在看啦吼，我已经在准备在看啦吼。对，没有你自发来的。竟然是自发来了，我们相逢自是有缘。我们今天就是妈祖娘娘，就是这个真的是出现率极高，刷妈祖娘娘天上圣母频率太高了，来刷落来，咱继续刮，真正爱抽起来，爱吹落去，既然我们这个天上圣母不管有没有被托梦，你们都已经过来这边脸小尾了，我可以不唱这首歌吗？来，睡啦。他的伴奏真的有够细声，拍谁？而且伴奏就有够细声。等一下，我们天上圣母驾到，这个伴奏一下，不是也太小声啊！天后驾到，不是，我好小声哦，妈祖娘娘都要驾到兄弟唱，大旗做先锋。保定强锣鼓，家家户户报幸福。神桥来加持，咱写将辛苦，祈求愿在上方。坚定的脚步，万年的理想，赞赞主角来听赏。甲只有你，有心有桥，了过溪水心强大。千里流传的油路，白山屯马祖步，两脚脚手牵手来保护，看到千万的祝福，人心相互相照顾，白山屯马祖步。风雨中，心的心向前冲，情我心归乡。
对，上次唱的时候真的也是很小声哎，所以啦，吹落去 CK 老师啊，太小声是不是会被留下来？对啦，对啊，电子食谱其实猪猪已经在前2-3个月就已经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只是我们要先把那个生日的周边款先推广出去，对。锵锵锵，大旗做先锋，保命强落鼓，大家好好保幸福。神桥来加持，咱写将辛苦，祈求福缘在上好。坚定的脚步，万里的理想，赞赞自家来听赏。加持有你，福星福桥，了过溪水心强渡。啊，千年流传的香路，白山屯马祖步。两脚脚手牵手来保护，看着千万的祝福。人生相互相照顾，白山屯马祖步。风雨中，心连心向前冲，真我真我心归乡。啊，感谢咱的关善先生，佮赞助咯！千里流传的香路，白山屯马祖步。两脚脚手牵手来保护，看着千万的祝福。人生相互相照顾，白山屯马祖步。风雨中，心连心向前冲，真我真我心归乡。感谢各位伫咧咱的这个卡拉 OK 就细声的同时，吼，可以用打 call 甲赞助，是啦，天后驾到。等下我无要唱这条歌是安怎？伊定定上来这条歌咧，我没有要唱这首歌，为什么他送来这首歌？救命！我是怎样？今天一定要满满的江湖味吗？我领家小滚水嘞。谢谢你们，我们追一下聊天室，什么排队的队伍从这边开始？他哇，不是你们好奇怪哦！李轩把你屁屁收起来，CCK 老师自从上次的那个新衣装预测完之后就坏掉了，怎么会这样子？我不记得妈祖我托梦给我说 CCK 老师坏掉了这样子。好，芝麻上不得瓜，后来火力架了，我不爱加了。不要听他在说明明求老师他男人都不会的，他想在你面前展现雄风，春姐姐，对他因为爱你在意你，他展现雄风，对不对？不是汤姆先生，你小心会被折断。食谱的部分，猪猪是觉得应该是没时间，但是我觉得菜单真的是可以，对。然后，等我一下哦。汉朝代人，台湾话语言2000多年了 ，OK 这样子。彩彩可以加香菜吗？不过这个彩彩伊上惊的是蚵仔，不是盐水吼，应该是安尼。嘿啦，吹落去 CCK 老师，电子食谱好像不错，有兴趣朋友们能动手制作。其实我有在想说食谱的部分，也有在想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很想弄那种很台味的那种菜单，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那种台湾味热炒店进去，然后他那个菜单有些很台湾味，而且它并不是那种美工会让牛妈尖叫的那种，他们是真的是那种风格，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台湾，很有点像大正昭和风的那种菜单，但是它又不失台湾味。我其实想做成那样的一个菜单，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既然我们相爱相杀的料理基本上每个月都一定会产出，那不知不觉真的已经产到已经可以做成菜单了，对。所以电子食谱我觉得可能要明年，但今年我觉得菜单可以来玩一下这样子。好像上次唱的时候太小声了，涛啊，对，谢谢涛啊，真的是我们的文书小能手，谢谢涛啊。然后我看一下天上圣母透过抵抗谢谢你要抖一声，谢谢你，很感谢，对，又跑出来，
亲近海洋风景色，今天很想念大家。等一下，我先没有保护你跟大家都平安健康啦。哦，谢谢关山先生，谢谢。真的不晓得关山先生是不是从什么演算法被推来，嘛不知道我是像这个昂啊那的唱台语歌曲，对吧？不要紧，只要知道我是一直很爱唱台语歌的猪猪，这样我就很开心了。对，然后 Kibi 不得不提盼梦圆跟非常女哦，这一定爱耶，好不好？要唱，都要唱，水灵宝贝。弄了很多笔记，什么胖子吗？CCK 老师已经坏掉了，你们可以想想办法吗？CCK 老师从上次的新衣装预测之后就坏掉了，那加上菜芋头可以吗？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看一下长官要怎么弄它。啊，不是长官，好，小喵喵哦，对，转送的是小喵喵，对不对？好，小喵喵，你想弄吗？可以，转送的有权利决定，姐姐给你弄，姐姐给你弄，转送的有权利决定怎么玩的。没看过，看到菜单，好，水灵宝贝，那个猪猪会再给你参考的部分，但是就是制作的部分会委托其他的排版老师啦，不用担心。但是猪猪想要呈现的那个风格，我最近有在收集那个菜单风格，这样。对，是不是牛妈？你看，讲到这个，我们专业牛妈马上跳出来了，跟明初所以台湾有异曲同工，没有错，这个是牛妈的专业。对，牛妈专业直接出来了。不如来委托牛妈排版好了。我是认真的因为牛妈排版真的基本上。那个美工，我只能说，就是大家看了都会跪着哭，你知道吗？想弄吗？好，可以弄下去。姐姐知道了，一定不是你单位店先生，店先生被带坏了，然后再去带坏别人这样子。这会动的时候啊，就厉害，就台语怪嘿，这动来动去，这声昂啊，唔知是啥会，应该是 AI 啦吼，而且 AI 就爱请我台语歌曲安尼这样。就很可爱，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其实在台语歌曲或者是音乐类的这个部分，也是一直努力在做到，希望可以破圈。所以，我们其实是热烈欢迎，就是其他圈子的朋友过来认识我们 B 圈。对，就除了就是猪猪这边常唱台语歌曲之外，其实这边真的有很多很多宝贝宝藏，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探索，这样，拜托牛妈排像要从阿里山排到阳明山吗？我跟你讲，从阿里山排到喜马拉雅山，你知道吗？对不起，是富士山，说错了，应该是富士山。好喜欢跟你们讲干话。牛妈讲已经黑人问号，咋在卖来呀？拢笑诶。好啦，咱刷落来。我们刚刚唱了《天后驾到》，以外那我可能没这首歌嘞。我其实每次听到不管是《天后驾到》啊，还是《粉红超跑》，我都会想到就是北索瓦多妈祖在进香的那个同时，一定就是台湾天气就比较闷热嘛，对，就会想到可能前阵子或者是现在啦，湿湿热热的天气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对，所以对我而言真的是很宝贝的回忆啊！来，那粉红超跑，对的。我真的好喜欢台湾唢呐的声音哦，真的是宝藏哎！送给大家粉红超跑。情哦，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逆风，心中抱着一个勇。三情又三体，虽然相好，甲咱做人爱让步。今日气候爬山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啊，向前冲，对幸福
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破风浪，花连紧照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屯马祖。被两个女人包夹，我怎么敢跟春姐姐抢啦？搞我们家呢？情哦情哦，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惊风，心中抱着一粒勇。三情又三体，虽然小雨，甲咱做人爱让步。今日起雨，白山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破风浪，花连紧照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屯马祖。OK 啊，哇，这个音效的声音，好怀念哦。今日起雨，白山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破风浪，花连紧照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屯马祖。是的，谢谢来自灵山的粉红超跑，赞赞赞！来林家小滚水耶吼！来这个最直男的，多喝温水，在猪猪频道常发生。我就是那个直男。要哦，春姐姐你放心，不会就是压缩到你们的时间，你放心哈。本来汉朝人2000，哇靠，汉朝人都来了，酷哦！哦，那所以说猪猪今年是5000，连5岁，我应该是哪一朝人啊？史前人吗？史前猪。谢谢我们好，谢谢，就是关善先生刚刚的赞助。那个音效我记得在出配线的时候好像常听到，对，但是有时候我们系统有时候会吃不到，然后刚刚有吃到，好怀念哦。大概你被切上拐子，你就咔嚓吗？不会的，不会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就是跟那个春姐姐提出那个申请书，申请外界书，这样可以吗？哦，牛妈是好姐妹，当然咯，是不是？我们就连任何的彩妆、任何的内衣内裤都可以跟牛妈做相较讨论，对，绝对是我们的闺蜜，没有错。对，多喝热水，多喝温水很重要，好不好？保养喉咙。谢谢时间来到的能量41分吼，2点41分，欢迎群聚猪猪频道来听歌哦。今天我们唱好多好多的台语歌，是的，
来，扫到来，我们继续来。好，就是这首歌啦。刚好我们今天的 BGM 都很会带节奏。我听到在弹雷的声，轰轰叫，我听到打雷的声音了。不好意思，不知道那个麦克风有没有收进去，就是打雷的那个雷公。哎塞里麦吼雷公经典吼，你们不要被雷劈到，不要乱讲话，被雷劈到。所以我今仔日来跋杯一个吼。我伫遐我公妈面头前跋杯啦，就互恁顺息啦，好不好？我这一次特别委托这个场景，真的是满满的，算是台湾味之外，也算是我的私心啊，私心的集合体嘛。对，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阿嬷的一些他们阿嬷家的一些什么装潢的一些，例如海棠花或者是窗花之类的。之前我们有开台跟大家讨论过嘛。对，除此之外呢，我一直很在意的醒珠白亚，就是我就觉得他一定要带着他在我的直播间，对我就安心啦。咋的醒珠白亚安尼开台较安心啦？咱公妈安尼给我保庇一下吼，感觉就是祖先在看着我，对，祖先看着我精明干练，他们一定很欣慰这样。所以这公妈的部分，就是祖先的部分，也是我唯一跟李白老师有提出说，可以的话，我希望就是我们直播间有那个神主牌位，好喜欢哦！而且神主牌位前面那个香还在，就是现正进行中，就是香在绕这样，对，所以我之前有在想说，是那个香，不知道能不能就是给它有点越烧越短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唐突了，要不然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其实也挺有趣的。那个香不是放在那边烧会越烧越短吗？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对不对？对，不好意思，我够开杠，请问有人讲到吗？谢谢，欢迎来到迪卡频道，我无看到是虾米人讲到，谢谢你们的降落拍摄是倒一个咱水某讲到咧福克丽莎。恭喜你的降落，最可爱的福克丽莎，谢谢，感谢降落。拍摄，我偷偷讲开讲，因为我即马我厝内底，即马我那公妈，我们朱氏家族的那个神主牌位正看着我唱歌，正看着我精明干练，我觉得很安心。等下拍摄。我偷偷没看到咱福库利桑降落啦，谢谢国民大电商，谢谢你帮我打出来福库利桑的降落，谢谢。我刚才在找说，是这几个水波降落嘞，怕两边都满足不了吗？有吗？你可是一条龙，不用担心。然后那边刚猪猪被采访的时候说自己都对，飞机上的迄个秀族吧，对，我在。就是直男啊，我就是那个最直男的那个。谢谢范丽你们的降落，谢谢，感谢降落，台湾第一品牌平安符降落，谢谢。刷到来是咱的颜月城宝宝刚下列降落，刷到来是八嘎亨泰武，我刚才昨天开始刚下列降落。好奇问一下福克利次名，好奇问一下先生，谢谢降落 ，COVID-19 谢谢你的降落。然后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面对不相识，再见了观自在。好，没有关系，你哪是我赢家可带哈？我们关善先生，谢谢你，谢谢。稍等，我看一下咯。这单雷的单雷声啦讲到陈雷这个专业的居然可以陈雷是我爸爸以前很喜欢的歌手好怀念哦。水无月想你很懂哦，看样子你很懂哦。是欧丹老师，谢谢，我们一起欢迎他们降落。我不会打人啦，水母先生，那谁不是都在？电先生真的学坏了，好坏哦。好化妆超美的，是比较少看到吗？谢谢，不好意思，我刚没有看到范例们以及我们福库利桑的降落，我就顾着在介绍我的算是温厝啦。在各抬杠各在介绍温今嘛。咱新厝，那今晚得厝我们现在是新家，跟大家介绍一下非常非常的台式风格，全部都是猪猪喜欢的风格咱可以听会当青菜节会当泡茶啦化妆的部分真的是我自己
无论如何都要加上去之外，还有这个海棠花的玻璃。给我等你讲嘛啦，你若是有啥物问题，随跋杯问讲嘛就知啊，这时候可以问一下，对我精明干练吗？一定啦，绝对是圣杯，有无？反正万事，这样是万事问 AI， 像我万事跋杯问公妈，这样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一个设置啦，是不是？谢谢你们的降落，感谢降落。那么就是猪猪的这间算是新的房子，欢迎来到的温厝听歌，欢迎来到的温刀听歌，谢谢你们。现在外口在咧等咧落雨，在咧高雄真的是就罕见的在我们南部高雄，真的最近下起了大雨，真的是很难得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从落雨下开始唱给大家听这样子。谢谢刚小丁来到温刀欢迎来贼，谢谢你们来到猪猪的频道猪猪家，欢迎常常来做爱讲来贼哦，安尼好不好？谢谢你们，没有我的东西。坏东西，你真的是太坏了！明明就有，真的是太坏了，坏东西。迪卡在加入过来吗？是红，你嘛是他都要杠到过来欢迎来到迪卡频道。我感冒好了，我现在基本上也当唱歌遇事不决的，跋杯就对啊好啦，跋杯啦！我不要理你们，好坏哦。好。范丽们，还有福库丽莎，谢谢你们的降落。咱今晚宝贝哦，就好令顺心。这首歌我就爱唱诶，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唱，对，因为它真的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温暖的歌。当我清风一直吹，心事要讲袂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月光年来坐，双镜头总渐白。情爱啥人会输陪？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跋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陪。问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找？虽然酒馆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祝福大家都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哦！双镜头总渐白，情爱啥人会输陪？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跋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
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无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就关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定定无声透热热，看着混乱的土地，人生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人生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感谢大家，这首歌叫做《跋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有时候都会走公庙。咱台湾的庙真正是足出名的哟。个人真正就爱去咱台湾的庙。吼，我们外国人来台湾这边观光的时候，很常踩踏。我们不要说踩踏好了，招走嘛，不是啊，藏酒店啊，不是藏酒店。定定来去咱台湾的庙啦。吼，我们台湾的庙其实在全世界真的是很具代表性，对，所以我其实也会觉得遇事不决，或者是在自己比较彷徨的时候，我就会去庙里面走一走，然后跟神明聊聊天啊，跋个杯啊，去烦一下他们。当然，我的公妈嘛是最重要的啦，所以我若是有登去中部吼，我嘛是会去公妈面头前吼，报告一个足侪代志，今年要做啥，希望会当顺利顺遂啊，吼，请公妈保庇啊，安怎，就是这些东西，跟祖先报备，对我也算是一个很棒的输出嘛。就是说输出有点奇怪，就觉得有他们才有我们，对，所以其实我对于祖先这边其实也是常常喜欢跟他们就是报备一些可能今年的计划吧。我真的觉得就是祖先愿意保佑，我是觉得会觉得很怎么讲，很有力量吧。对，当然不晓得就是说他们过得好不好，对，因为听有一些命理老师也会说祖先很像也是会有好或不好的时候，对，但是我就是很喜欢跟不管是照顾猪猪的神明或者是祖先们聊天之类的这样子。对啊，Melo桑刚下的嘿，然后参观的部分吗？你说外国人来宫庙吗？他们也会拜拜。然后因为我们台湾的宫庙建筑对他们而言真的是审美，可能我们已经看腻了，就觉得说好像走厨房的那些建筑，宫庙的建筑其实对于外国人而言他们是哇哦 amazing 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日本朋友来，我也会带他们去宫庙，他们真的素敵この建物これがいいね高そう他们就说这个建筑好棒，好像很贵什么之类的。我说我的宫真的就贵耶，まあ確かに高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ちょっとね对，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的确宫庙建造起来的确是蛮花经费的，对，所以他们对于我们宫庙建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的，对，就像我们可能喜欢去日本的神社一样，是一样的感觉。对，他们会觉得好华丽哦，ピカピカしてる，就好棒好亮，就是闪闪亮亮这样子。对，而且每一间庙真的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所以讲我这摆穿新衫，嘛是台湾的庙宫庙，这个元素请到我的身躯顶，所以我这次就是穿新衣服，也希望这个宫庙的风格可以就是在我的身上，除了加一瓦，有一个台湾在我身躯顶啊，有看到无？
这个台湾在猪猪的身上，这个也是我这次新衣装想要加上去的。我想带着台湾继续走，我想要带着这个台湾的地图，继续向前行，继续行咱的脚架。我希望可以带着这个台湾继续走我的足迹。对，这个也是一次一次的，就是不管是新衣装的歌星，还是频道的一些企划等等的，我都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台湾加注在这个频道。因为对我而言，并不是说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喜欢，我觉得那个压力太大了，而是我自己很想要推广的东西就是在这边了，也希望大家轻松的享受。对，所以就是每一次都会发现猪猪都会带着很多很台湾味的东西献给大家。那是台语，那是台语歌，这摆咱的生日的商品够这水亏啦！刚刚小丁在讲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降落以及过来找猪猪玩。那刚好就是我们这个生日季的套组，目前现正预购中。讲到宫庙风，怎么可以没有帽子跟我们的背心，对不对？所以这次我们宫庙风的部分，除了猪猪身上各种宫庙风之外，我们还有背心的帽子，好不好？欢迎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都在我们置顶还是置底的连结，拢有一应俱全。讲到咱的台湾的庙，那我可能没记啊嘞，这也是我私心想要做的宫庙旗帜。那旗帜不小哦，有90公分哦，就等就大哦，所以90公分。而且我发现宫庙的旗帜，我就是请我们小帮手去估价，才知道说它的成本其实真的也是不是那么的低，它成本其实也算蛮高的。我觉得哇靠，宫庙价值哎，可是就是很想做出来所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火火老师真的是非常审美的，完完全通灵出来猪猪想要什么的这个图，我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把这个美图放在我们这次生日周边的宫庙风的周边里面，专播提回去我们周边套组除此之外，我们周边套组限定跟我们的农药袋台到不行的农药袋，就是只有周边才有哦。你若是专播提回去就这农药袋当炸回去恁厝内底转播落回去转播偌济钱呢这转播真正有够台湾味的这商品这周边你要看卖呀，真正无咧543这转播落回去转播提回去，只要345粒真正无咧543转播345粒都互你转播提回去哦水啦，每当拜公嘛开始有点烧好啦，不管你带回去是不是真的要去拜祖先啦，但是我觉得这些非常台湾味的东西，也是猪猪一直想要在频道里面做一个算是周边形式的一个推广跟贩售，请大家量力而为，支持起来。我们的周边预购一路到6月25号大卫第杂沟一直到6月25号以前，欢迎大家预购起来除此之外，咱在去年有发行这张专辑叫做《潮味》我们数位版已经去年12月24号已经97数位版上市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咱的脚架真正是参大家的脚架斗阵行到今嘛，行到我有新厝啊，今嘛伫厝啊一路跟着大家，也谢谢大家跟着我的足迹，我们走了4年多，猪猪有新房子了也不算新房子啦，反正就是有新的客厅，然后跟我公骂然后又我很爱的花窗啊、海棠玻璃等等的，对，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这条路上继续推广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很幸福。然后本地 Hockey 真的是托大家的福，我们的实体专辑现在也现正预购中，好不好？好，我们来精装版，如果有预购满75张。朱迪卡就会供出第2个害怕的食材，跟大家相爱相杀，我还会开台一起吃，我自己吃我自己吃，我不要跟你们吃，可恶对，但目前我们现在好像还差36张您继续加油这个棋就拍背这个棋不好拔，你大家加油好不好就是安呢我这一下聊天室然后遇事不决，外事问周瑜，内事问张顺，是这样子吗？真的是安内吗？然后嘿，平生刚霞丽挺好奇的野草啊，坏东西你突然不坏了阿妈你叫做你要考试就保庇
科二叫我麦当劳啊，真正是被科奇吗？牛马小王子真的要考试了吗？那祝福他考试顺利哦。对啊，就像我们走16一样，那种好华丽的，每间庙不一样特色没有错。他们感觉对他们会觉得来到异世界，真正喜欢呢，我的先生真的。然后庙有分南方跟北方式建筑，没错，你们去深入研究台湾的寺庙，其实很多外国人真的会喜欢，他们甚至会写一些专访或者是报告之类的。对，满漂亮的雕塑，然后漂亮的花纹，没有错，那些花纹他们会深入去研究，怎么可以雕得这么漂亮，真的是这样子，那都讲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个套组很有趣嘛，嘿，欢迎大家。当买起来吼，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台味的生日套组，你那是真叫有咖喱哦，真的喜欢的话，我们要把握就是最后的20天吗？好，我们一路预估到25号而已，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们台味始祖的这个行列，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哦，不过是量力而为，对大家生活要紧，钱歹赚，囝个细汉，爱好好照顾家己，安尼好不好？好，小喵喵去开会了，没事。Count down，你可以的，小喵喵，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気をつけて帰ってね。好啦，去开会，加油哦！然后不知道举例吧？不知道。我想说，小朋友以为属于小朋友的考试啦吼。真正咱的边的有足侪爸爸，真正囝拢真正足细汉的吼，爱加油吼，家己爱照顾好势吼。本频道其实常年推广可能台湾文化跟台语歌曲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人夫众多哦。我们这边有很多爸爸，真的是爸爸级的，有一些就是可能今年小朋友刚出生或者小朋友要国小上小学了之类的，这些爸爸们真的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来讨冷消维。好啦，爱照顾好家己爸爸，不管是各位爸爸们，或者准人夫们，或者是人夫们或者是兄弟姐妹们，大家都照顾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好不好？然后考试得加油咱他都要一定拔杯啊就好大家都顺心。我们刚刚就唱拔杯献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顺心啦就是安呢后来咱继续来唱歌谢谢你们陪伴猪猪这个下午其他你也当唱歌这样就欢喜嘛，就爽今天可以唱歌真的是很开心，就爽知不？当唱歌真的是就爽的代志。好，勇气月票，请看聊天室置顶连结，对，我们的连结就在下方。然后猪猪的任何不管是生日的周边还是我们的专辑，一应俱全。对，就是可以继续推广自己喜欢推广的人事物，真的谢谢你们，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猪。这只猪真的有一个很好是啦，好，刷落来，咱继续过来唱歌。那么歌这首歌就悲伤我们画风图评一下，我们这首歌有点难过，很适合下雨天听。来，好悲伤哦！我好像有一阵子没唱这首歌嘞。来哦，我爱过。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音乐，唔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一时也假，咱的缘分啊，是最后的我的解说。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冤切。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浸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
关于爱情，看错行，对不起。一句真心话，真敏感恋，我真正有过啦。晓幸哦！你来唱唔对啦，朱迪卡，你该来对待我啦，天公伯啊！还是恁家烧滚水诶！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烟话，不带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只是假，等你缘分啊，是最后的我的解说。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那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切。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那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切。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要神啊，金敏概念都无啊！怎么会看错行啦？哎呦，怎么这样子？给人家看错行，那个字实在是太坏了！你怎么可以给我看错行呢？谁让你给我看错行呢？那个字出来打屁屁！关于爱情，看不掉。拍谁我看不掉啊？新秀丽。对，水灵宝贝，你讲到这个，我就很担心，我在那个台语检定的时候，万一我看错行，然后那个答案卡写错一格或写错2格，我觉得我真的会想把我自己凹断直接在考场人生毕业这样子。好怕哦！大宝老师你还是 D 吗？是，大宝老师今晚是就没用的啦。咱的专辑差不多要收尾了咱大宝老师这样就辛苦刚下的。等一下，你现在是我鸡皮疙瘩。正在考试的时候，对神明宝贝，我觉得我真的可能要练习画那个答案卡，多练习几次。哥布里啦，下一回那个的底盖变的，他都还口白不没拜我把安内尴尬。是，我们关山先生这次直播台现在还未直播，所以再来听您融合优美的歌声，询问1个月直播几天？是安内其实我开台的时间就是平常时下晡甲下晡对。就是中昼甲下晡，中昼甲下晡，还有中昼甲下晡安尼。我下晝不是下晝，我拜六甲禮拜無法度開台，毋過拜一到拜五下晡甲中晝攏有可能有機會看到佇卡毋過我暗時無開台暗時我要休困因為真正年歲大，莫遐爾吵。57.5歲了。
真的不能熬夜了，大家都要身体健康，不然就是可能要重训。对，所以我不是在重训，就是在重训的路上。不，我不是在深蹲，就在深蹲的路上。谢谢。看错行不好，可是我的考试不能看错行。吴昕老师啊，我头都看不掉啦。我说我想凹断自己，我说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看错行，我会想凹断我自己耶。不是啊，有一位哥布林先生啊，我不是在讲你啊，圣吼。对，每年一个来几百哦。哎呀，只能这样子呢。如果真的看错行，就真的只能这样子呢。好啦，不管怎样，我觉得台语这个东西，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累积的。我现在有时候头在讲这3个啊，我刚教家己真正有淡薄仔在进步啦。那是在读，还是在讲，真正拢有小可进步呢。所以我就刚温嘛，我就刚下就是我觉得我这3个月就是应该不算白费吧？对，就感觉在念啊，或者在讲、在读的时候，好像多少都真的看得懂，然后也比较稍微会讲一些了。对啊，所以好咧家在，好咧家在有好好啊读册吼。主题考好好读册啊，咧真好吼。对啊，就没有浪费掉，就是可能大家陪伴我这段时间，还有吴昕老师就是努力在教导我的这段时间，这样子。是啦，我爱过冰的啊，每年都在进化强壮的女人，没有错。吴昕老师特别是我筋吧，好肌肉对不对？上次我跟你问怎么讲，我的肌肉努力在强化，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可以深蹲的女人。是不是让吴昕老师有见识过？嘿，澡堂深蹲是不是？只是当下被当怪人，他完全不理我。深蹲错了吗？在澡堂深蹲，我觉得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却被当成怪人，那也当爱来对待我。深蹲很重要对不对？深蹲太重要了，可以救全世界，也可以拯救自己身上的肌肉不要流失啊，对不对？我们每天深蹲150下，我们不要说500下，真的是太超过了。我们好150下多好，安尼好不好？来刷了来。虽然说这首歌跟深蹲没什么关系，其实我讲刷了来，跟咱今麦讨论的这深蹲没什么关系啦。啊，不过最好听的，嘛是最好听的，送给大家吼。心胸手热的，心胸手热，知无？也是就悲伤的一条歌曲。这首歌真的不能再看错行呢。我要收敛我的情绪，这歌很难过，这首歌就悲伤的，真正是不讲深笑吼。我要收我的情绪，我要气质，我要悲壮。谁的宝贝？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里里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吴昕老师教我们家安内啦，
不要熊熊安尼甲我赞助，歹势啦！啊，咱小新老师来啊，来捧一下吹嘞！哦，咱小新老师来啊，老师你好吧？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雨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的，因为你处处的你留予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手纸，如今变卦，目屎若是流沓，也叫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淡漠，目屎若是流沓，甘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酒纸，如今变卦，目屎若是流沓，也叫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淡漠，目屎若是流沓，甘我会转来你爱我？啊啊啊啊我头拄看到咱复兴老师的comment图，真正阁笑出来安尼。歹势啦，这首歌真正是足悲伤的歌，哪雄雄变成安尼？复兴老师感谢你的赞助啦！哎呦，搞毋才安尼，安尼歹势呢，歹势，互你赞助2摆呢，安尼要怎？退你75块，怎么这么可爱啦？谢谢，感谢赞助啦！哎呦，你跟猪猪讲就好了。啊，毋过你点的这条歌，我看一下哦。将会二姐你讲的话啊，我拄好，不晓唱呢，安尼要怎？完蛋了，浪费75块了！这条歌拄好袂晓唱，安尼要怎？而且你们机体空间好像又不足了，等一下我把你们抓回来。你等我一下，我要把你们 F 抓回来了。对，等我一下，快点！我无咧笑啦，我若是有咧笑嘛是微微啊笑，有无？我若是有咧笑就是安尼微微啊笑，有无？咱头拄小新老师有来吼，小新老师，公安，小新老师来啊，咱来即嘛，我看好详细看吼。咱小新老师家己看那睫毛啊，有够水当当的水，有无？有无？好漂亮啊！而且今仔日啊，是咱的新衣装头一摆的这个唱歌会开台啦我们算是穿着新衣装也算是第一次唱歌的部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看好详细。咱的麦克真正有够水的，咱这个 NC 咧飞。嘿 ，NC 走哪飞？无啦，伊无走啦，伊嘛真正咧飞尔。有没有？就是那个我这个麦克风的 NC 咧飞，真正是咧飞。而且这个麦克风也是当下猪猪的私心，我就是想要加上斗笠。好，这个斗笠的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衣装猪猪特别想要加上去的。有无？哎呦，真正有个台湾味耶，是啦！斗笠对我而言是我对阿公阿嬷的致敬跟怀念。应该说我的阿公去当天使了，但是我阿嬷还很
硬朗，毋过伊已经渐渐袂记丢啊，就是讲，高龄了。他虽然说之前务农的时代，其实长辈们基本上身体都很好，毋过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抗老化，所以阿嬷也渐渐的，其实已经渐渐袂记得咱这4岁啊，就是我们这些晚辈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存在他的记忆当中，我其实想到会蛮难过的，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你抓不回来，但是你可以在你的创作在这条路上留下些什么。这个鬼雷啊，应该是安尼讲吗？鬼雷啊，就是斗笠的台语。这个鬼雷啊，就是我在致敬我们务农时期的各位农夫们以及我的阿公甲阿嬷。芭乐真有小好食，你敢知？我阿公种的芭乐有小好食。小时候的回忆就是每次去阿嬷家，阿公他就是会带着，他都会把芭乐放软，因为他知道我们小朋友喜欢吃软软的芭乐，对，所以芭乐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啦，然后就是会觉得生在台湾很幸福的其中一件事情。因为芭乐，您刚才你有外国是无？外国没芭乐，在外国是没有芭乐的，对。所以我真正是安尼感觉的，在台湾吼，真正是就很好的，什么水果都有。在台湾其实什么水果都有，就是小时候阿公阿妈种菜啊、种水果啊，都吃得到，哦，好幸福哦。对，那虽然说阿嬷今嘛已经袂记得我是什么人啊，不过不要紧，对，因为也是他们让我沉浸在那样子的一个小时候的三合院，无忧无虑的听着可能大人唱的那卡西，是大人咧仪摆呀，是咧唱歌、唱卡拉 OK， 咧洗巴啦，咧全部拢是我上重要的伎俩，就是对我而言都是很宝贝的一些纪念性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在这个频道守护这些东西，因为对我而言很重要。对，不过讲是安尼讲，我是阮全家伙啊，讲台语讲到上落差迄个，讲是这样讲，但是我是我们全家讲台语讲最差的那一个。我花了4年把它讲回来，我开4年的时间，安尼拍拼甲台语讲回来。我唔知影即马是真正有讲到偌好势，我嘛唔知影。不过我就是继续讲，继续吼。我花了4年努力把它讲回来，我不晓得我现在讲的多好，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前进这样子啊。是水无月，阿兹海默症真的难解，这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人类对于老化真的是不可避的这个状况下，那至少阿嬷现在或许渐渐的不太记得我们这些晚辈了，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没有折磨他太多东西，这样就好了。他现在还是常常在三合院，然后时不时就可能会问一下我们是谁干嘛的，但是很开心他并没有什么病痛在折磨他。对啊，随便但好听吗？谢谢很长久。下次练习的时候可以列入歌单。真的假的？好好啊，吴昕老师，我好啊练习之类。不是只说，吴昕老师一直带动气氛，不愧是老师，对，不愧是他，不愧是吴昕老师，真的。他在吴昕老师的人设里面已经是马来西亚人了，马来西亚贵族这样子。加起底下配 NC 加起底下配 NC 就台味，就台湾味的对，唔对，我上爱的物件。痴呆是新的社会问题，的确呢。这个是人口老化在台湾或者是全球基本上就是不可避啦。对，最近听到一个最大趋势，也让创造机构对，这个就是我之前有在跟我的重训教练在聊的事情，就是未来我们想要前进，或我们想要把这个魔手深入长照中心。我一直很想去长照中心跟阿伯、阿姐、阿公抬杠。就是我用我的皮跟他们聊天，而且我嘛就爱唱台语歌，伊可能唔知影我是 VTuber， 伊可能就是讲这个阿妹啊是 AI 好啦，什么 AI 吼就请的呢，咱的回答咱黄仁勋这是黄仁勋 AI 嘛，拍谁？这不是黄仁勋 AI 拍谁？我是 VTuber， 就是我很想跟他们聊这些东西，因为高龄化社会不可逆了。我在去年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关于长照。
的这个可能人力的空缺，以及可能长照照顾者的崩溃，还有阿公阿嬷他们的需求那些自尊心部分。好，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把我这个皮的魔手伸到长照中心跟他们线下互动。对，这个就是我可能希望可以真的达到的一个，也不算里程碑啦，就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我就想要做的代志就是这其中一个。对，提到这个构想，我们是不仅站在对方是天才是这样子吗？听神明的话，跟我听公妈的话。在外公会忘记你是谁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日复一日，他们就是有一些他们残缺的记忆拼拼凑凑，对他们而言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理解，可是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很真实的东西。对，妈祖要他吃药他可能就会吃，真的是这样呢，所以咱神明家就重要真的。外国芭乐应该有，但台湾那么好吃。对，在外国有可能真的有芭乐，不过真的无台湾真的小好，台湾的水果真小好吃。你キャベツも同じくね，台湾的キャベツは最高，美味しい哦。就是你在国外，虽然说日本也有キャベツ，就是那个高丽菜，可是我真的觉得吃来吃去，台湾的高丽菜超顶的，真的。头上怎么长那个包？气死我了！你们真是不解风情的男生。我今天花了这个8000块用这个发型，你跟我讲说像个包子，你们自己就花8000块去买钢蛋，真是臭男生！你们自己说，我头上的包子比较重要还是钢蛋？完蛋了，陷阱题完蛋了，紧去跋杯问公妈你安怎回答？紧去跋杯问公妈一个吼，丢陷阱题给你们。他说讲那种布袋戏应该是比较能理解电子的这布袋戏红啊，真正的呢，哈密瓜先生，可以呢，可以跟他说无啦，我是电子的这布袋戏啦，你要听盼梦丸无？我这边来唱一个盼梦丸，咱听回旋路好啦，来唱啊，可以耶。怎么突然讲到爸爸吗？爸爸也是同样的状况，是不是？来都一讲很温暖吗？没事，我真的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想要主动去关怀这个可能高龄化社会的人，其实想法都跟我差不多啦。对，主动骂快，好你家在伊的身体真正悠然健康诶，真正袂定丢啊，我真正是足皮伤诶，不过咧无法度啊，真正是老啊，你会度啊，就是安尼新小弟，雄变地气，我无法度。就日文讲，就台语讲不出来，只能变日文了。外国人去市里那个甘草芭乐，真的，牛妈真的是这样子，真的甜度不同。对，台湾的农业，它有办法把那个水果甜度弄到顶，你知道吗？超顶的那种，超级细吗？大佛老师，请问娘娘会抛出这种就是陷阱题给你吗？是我比较重要，还是超级细比较重要？喝酒杯钢蛋16页，你看他们这个季节应该是南风中不是老师，你要吃肉粽啊？我们讲肉粽，真的是热量没怎讲，卡路里就管的吼。你们要好好的就是分配一下，因为肉粽吃下去真正会变小胖猪，要小心好不好？那肠胃不适的人可能肉粽也是少吃啊。对，钢蛋。但是包子比钢蛋重要，突然又觉得不生气了，可恶！黄仁勋原来是你爸爸不是欧内先生。我们生而为猪也有类似的梦想，对，有一个黄仁勋爸爸这样子。但是每次梦醒了都会告诉我，好了，算不要做梦了，该开台了，对，开台吧，朱蒂卡，不要再做梦了。对，国外的芭乐很涩，就像国外的高丽菜，你会发现那个不是菜，那是生化武器，你知道吗？国外的高丽菜，你去切它是有办法把那个刀整个粉碎的，那是生化武器，真的。你们有到国外吃过国外的高丽菜？那外国的高丽菜，真有个腰身呢，是顶的哦，伊不是切，伊是顶的。那菜刀有可能买拍去，就那菜刀去切它是会坏掉的哦，所以要小心选购。阿公阿嬷，这个红海当的快开包。没，阿嬷，你妈那个什么蓬蓬像安尼咖喱的，无你跟我真明干练就好啊。我别样讲，我就强卡是做唔好的这个词，我要安怎形容啊？我怎么形容啦？你讲就够这样就好啊，莫讲什么蓬蓬吼。你说老婆重要，但那个露天还是那么
虾皮的模型照买，很棒。这就是告诉我们哦，我的小孩在做选择，我要双赢，这样又要开始什么在3D 油饭它哇！所以最近呢，这玉山宣判有2个遗传性，真的假的？胡说八道，立功假写吗？恰恰伊拉塞，人工智慧机器人可以照顾长辈是 OK 的，不过基本上我觉得有些长辈他们还是希望有人为的关怀。好，人为的关怀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我听迪卡唱男性的复仇，这句话我嘛不样唱呢。我来嘛是对啦，咱台湾水果真小好吃诶。我跟你在想保龄球，真的，好，没问题。各位亲爱的直男们，我现在也直男的喝一口温水吼。我爸传给我的一个长辈们说黄老师女儿以前很肯吃苦，曾经在速食店打工，真的是靠各种小吐槽是不是？吴奇老师，我懂。当保龄球的高丽菜，日本高丽菜都圆形的哦，那动画里面的，其实日本的这卡贝子嘛是好吃啦，不过吃来吃去啦，也是咱台湾的卡贝子真正高丽菜，这样搞小好吃，真的是顶欸，是不是？怎么聊到这个啊？我看到小新老师就不自觉的就跟大家聊到吃的，怎么会这样？小新，好啦，总之谢谢小新老师把入芥末的超美。有没有不自觉就想跟大家聊吃的，什么都可以吃都吃朱迪卡，你真的是猪，朱迪卡好猪哦，真的什么都可以聊到吃的。好啦，来接下来唱歌啦，我们继续来唱歌吼，来，不啦，不爱吃葡萄干啦，咱就在抬杠，开讲这个食的物件，不过我不是要讲葡萄干，讲啥？我要唱歌。我不要讲葡萄干，我要快点，我朱迪卡的这个。原创专辑好，现正预购中，我们快点。时间来到了3点33分，3点33分，起码时间来到个3点33分，那有可能啊？时间过了小一个，走哪背？时间怎么过这么快？ありえないじゃん。時間の経つのが早すぎるじゃん，太快了，超速了。不是啊？我的歌才唱几首，我真的为什么已经3点33分？是什么情形？那有可能呢？好，我不要再讲话了。我跟你们说，在场的你各位大佬们，在讲话我就是猪，我要唱歌。不是，怎么这样子？没有天理，怎么可能？不是，我今天还有提早开台，我想说我可以唱很多首歌啊。想说这么搁在开讲拍谁？我跟你唱歌拍谁？我快唱歌。我聊到吃了就停不下来。对不起，我真的太贪吃了，不好意思。怎么可以这么贪吃呢？朱迪卡，继续聊吃到4点半。不行，我答应大家今天是歌会的，快点，我只要把伴奏切下去我就赢了，快点。好，在哪里？好，就欢迎大家来到迪卡的频道嘛，就欢喜的，真正是有缘分吼，伫遮初见吼，嘛是安尼讲的啦吼，话若要讲透天，目屎都飞袂离啊。是的，刷落来这首歌叫做《Murasaki》，好闭嘴。谢谢大家介绍我们原创的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歌《紫鸡血外桃门鸡血我爱血》吼。有关是满山的歌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留我一个人在这。赤烧的葱姜渐渐红，若亲像规往咱的暗顿烧汤。一小长头鬃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有讲详细，对你
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凄美。花莲去，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迄时咱双手相牵，一小长头藏踮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仔我已经无机会，隐白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切。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年爱情，恐惊等候逝去，回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摆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长存的心意，心意。花莲去。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情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怨的歌词，刷到最内山的花影，我的爱情袂搁散去。谢谢大家。我刚刻意不看聊天室，然后聊天室看聊天室很容易翻车，应该没有 B 鹏鹏降落啦，应该没有哈，哈哈哈。大家黑西瓜叫做鸡血，好，紫色，这是猪猪最喜欢的颜色。芋头，我觉得头壳紧就是咱的蚵仔球吗？对啊，我头上芋头球怎样？所以就是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把猪猪身上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颜色把它抓出来，变成了一首台系悲歌。那这张专辑其实我们融合了很多朱迪卡的一个频道内梗，或者是我身上的元素等等的。对，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刚刚那首很抒情的歌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的专辑支持起来。预购中有没有分瓶装版跟精装版？瓶装版，对不起，瓶装版跟精装版。
好不好？追一下聊天室。对，从长照就可以聊到高丽菜，什么都能聊。欢乐的时光过得太快，台积电、鸿海、辉达做 OK。对，我们就是什么都能聊，就怕没时间聊。你无讲的动最外面已经6点啊吼。对啦，因为外面就是在下雨呢，但基本上台湾嘛就很罕见，既然在那落雨咯。然后接下来，那猪猪最喜欢用高丽菜做什么料理啊？都喜欢高丽菜的那个高丽菜卷，还有炒高丽菜本身就不行，我不能再聊天了。台湾，你很知道怎么钓我聊天呢？谢谢。对，那我们加入原创专辑里面还有很多首，就是老师们的肝脏，我真的觉得都超赞的。就今天在这个周末的午后。可以唱歌的这个午后，希望可以再多推荐几首我们原创专辑里面的歌曲哦。刷落来，咱他多啊有他多有讲到对啦，有讲叫咱妈祖娘娘店天上圣庙。刷落来介绍恁各位这首歌嘛，伫咧咱的调味专辑内底。我上要感谢的一个神明叫做祖师娘娘，送给大家。在这个高龄化社会的时代，我常常觉得，不只是小孩，那些渐渐失去记忆的老小孩们，也应该要受到这样的一个保护吧。祖先，清风下过岭。等下，怎么会？怎么会有朱迪卡的声音？等一下啦，不是刚刚的氛围明明很感动的，怎么有我的声音啦？等一下我弄错了吗？对，弄错了。我的感动全不见了，再来一次啦！我想说对不起，完蛋了，会不会有版权炮？完蛋了，对，完蛋了，对，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那个卡加的主唱吗？是这样子吗？再一次，对不起，再一次，清风下过明，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心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是现伊的梦想。祖师娘娘请你守护。对，朱迪卡吃朱迪卡版权，请不要给我版权炮，拜托朱迪卡，谢谢。我请你吃芋头，请不要给我版权炮，谢谢。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心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
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这里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光过，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像情妇，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这里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像相他心思乱。有缘相相，无缘自食，惨一寡囝无饲强声，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搁兄一领配小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这首歌呢，其实也很开心的我记得是今年5月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收到了一个算是他应该是部落客的作者吧，是吧，大宝老师？他就是特别有联系猪猪，然后希望用《诸生》这首歌来写一个可能他自己的听后感想。他写的好深入，我看得好感动，因为就是这些歌我想要传达，那是自细娘娘对。这首歌我想传达的就是不只是诸生娘娘了，此诸生非彼诸生，就是为什么歌单上面没有诸生？等一下，为什么歌单上面没有诸生？我没有把诸生放上去吗？为什么歌单上面没有诸生？诸生去哪里了？还是被我弄下去了吗？啊，诸生，对不起，被我弄下去了。他原本很乖的在上面的，为什么被我弄下去了？好啦，这不是重点，拍谁？好啦，那也是重点啦，诸生被我弄下去了。等一下，我想传达不仅仅是诸生娘娘这位神明，就是感谢她对于可能世间的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老小孩们的守护之外，就是这首歌，就是可能这位文字创作者他有听到我想传达的一些东西，把它很精辟的写出来，对，就好感动哦。然后反正传宗接代这件事情在于不只是台湾华人社会的妇女对他们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也算是我自己想要去探讨的东西。对，所以他的深入撰写让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可以在母亲节前夕看到了，就是真的我们有把这首歌算是有一些破圈的传达出去了，这样子。什么弄下去？大宝老师那个关键字很微。对，总之呢，就像大宝老师说的，咱的精装版会当买起来做一个纪念，安尼讲好不好？对，好啦，反正这张专辑其实投入了很多，就是株式会社以及朱蒂卡想要传达的东西以及心血。对，那其实待会还会再唱个1-2首的
我们专辑里面的原创曲，可能今天的歌会应该都差不多啊。那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制作这张专辑真的很幸运，可以碰到我们的团队大宝老师、吴昕老师，以及就是所有燃烧肝脏的老师。对，稍早有过来的VC 陆老师也是其中一颗肝脏，对，其中一颗肝脏这样。对，那这张专辑对我而言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用精品等级在打造，所以精装版真的不容大家错过，因为精装版很精彩哦，超级精彩的。你们可以想象我们把它做成一本手翻书，但是手翻书上面的朱迪卡是可以动的吗？哇，那个材料费真的是完全烧干材料，烧干我们的经费这样。虽然这边还没有长照，但是有日照，常可以看到都很辛苦，像是在带小朋友，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就是努力在长大，用许多的一些可能图文书或者是带动唱，让他们的大肌肉、小肌肉去发展健全，然后吃营养的食物，让他们大脑可以活灵活现的去学习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长照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些可能比较上年纪的小孩子们，他们在对抗的是老化。那些不可逆的东西，对，所以一方面又要顾到他们的自尊心，对，所以长照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且深奥的事情。生育不幸福，养育更难，请起吧，各位，有吗？我们有吗？最有资格讲这句话，就是真的啦。而且我觉得情绪稳定太重要了，对，因为其实小朋友他们需要的，好啦，除了黄仁勋或者是魏哲家很需要之外，就是我们深认为可能黄仁勋或魏哲家的子女的话会很开心。可是除此之外，小朋友其实需要的是情绪稳定的爱，情绪稳定的灌溉。这个可能比用钱砸他更重要。但是可能时代不一样了，大家都缺钱，可能反而会觉得说，好，你可以边打我，但请给我钱。好，这没关系，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本频道很多人夫、很多爸爸们，他们带小孩的过程，其实时不时都会在我们 DC 分享。那真的很辛苦，养育真的非常辛苦。现在小辛苦啦，您刚在对啊，我只想跟你们讲说，不管是就是可能双薪家庭在支撑这个家庭，还是父代母职的爸爸们，你们真的都很伟大，真的好不好？先把自己照顾好。水灵宝贝，醒！再告诉大家，精装版其实跟现在资讯的也不太一样，绝对是不一样。对，我们的精装版其实封面诈欺，对，我们的精装版非常封面诈欺，可是诈欺到你各位绝对是100%满意。靠，怎么跟之前图上不一样？干得好的那种感觉。您刚才要克美多咖啡它也常常在他们的 menu 上面做诈欺的这个动作。克美多咖啡你们知道吗？在大高雄工业国的克美多伫咧5号路甲什么路的中正路还是中山，我不记得啊。就是我们大高雄工业国有一个很老的百货公司叫做大地百货。伊势丹呢？好，伊势丹，但是伊势丹好像已经退出了吗？我有点忘记了，太久没去。我真的不在谁百货公司，我嘛不知道。不过，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那个，同样是封面炸鸡，我们就是延续克美多的这个传承精神。对，我们克美多的那个也是常常就是菜单炸鸡，但是通常消费者都被炸欺的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菜单上面就觉得很像中规中矩，但是送来很像那喂猪，你知道吗？送来那个分量感觉到喂猪。我们也是传承什么克美多的精神，我们这个精装版基本上给大家参考用啦。但是精装版你们收到真的有够下拍，真的是就是你们会惊艳哦，超级惊艳。对还在等收到吧。好的人也谢谢，就是已经使用你们的魔法小卡支持我们这个精装版或者是平装版的大家真的谢谢你们不管是我们的专辑还是我们这个生日的周边，都欢迎大家支持起来。专辑的部分是没有预购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们的生日周边记得6月25号以前一定要预购起来好不好？老丁就老卡，阿布就要把背起来碎啦！这种假期真的太棒了，对，我们就最喜欢这样的一个假期，让大家就是说靠，怎么不一样？但是我喜欢，下次还敢这样。对，逆假期，对，像基本上应该有去过克美多有高雄克美多，是高雄克美多已经还蛮多年的。我其实在我就是
有时候刻意安排自己的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去科美多走走。可是我当然不会讲，因为高雄科美多人家就1-2间而已，我打死不会跟你们讲我去啊，懂吗？但是什么叫假期？一公民那个正片却出现了，超屌，就那种感觉，知道吗？对，我们传承漫威跟科美多精神 ，international。对，你是说看起来没有很大，送菜来很大，没有错。浅野先生就是他的菜单里面感觉中规中矩，就觉得好了，就是咖啡厅会有的物件，就觉得说好了，咖啡厅会有的东西，然后那个分量应该就是也中规中矩，就送过来。靠北啊，那像人家多啊，那种感觉就是送过来的，哇靠，也太大了吧，那种感觉。对，所以它的逆炸鸡基本上消费者基本上都非常开心，这样对。风味炸鸡，对，科美多的炸鸡也很好吃，而且它会附柠檬，很好吃。送来的那食物比菜单大，真的是视觉1倍大的效果，真的是在养猪一样，难怪就是即使被炸鸡，消费者依旧是5星好评这样子。风味炸鸡是什么？封面炸鸡啦，认真是学台湾，结果又等一下，开玩笑，我最近努力学台罗，我长底在耳朵变掉有无？好，连9527都不晓得为什么躺枪了。我们昨天我走57什么？573217957，谢谢你。对，57321的这个神秘数字，真的是安奈呢，我长的告变掉嘛，我习惯操嘛，这只要就困难就变掉，我觉得天哪，好困难哦，神秘数字我记得住吗？然后我自己就翻了一个教科书的部分，我那个教科书很可爱哈，台语教科书，我自己翻了一下，我去念，真的是安呢，他都会把陈草的，他都会把咱的陈草的，就是仙草茶陈草的，那是你在2这个草，这个苦沙，就是你念这个草这个字，也叫做草有无？不过你若是变成陈草的时阵，它就变掉了。我们不会念陈草的，我们会让它变成陈草的有无？所以若是陈草，陈草它没有变掉的状况下，草，我操，不是那个草啦，对不起，草是第2调，第2调，但是伊若是变做陈草茶的时阵，伊就变做第1调啊。所以它变成青草茶的时候，它就从主第2调变做第1调啊的，应该是安呢。所以就是它这个草从第2调变成第1调，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就算了一下那个神秘数字，57321，2真的变成1了。927，谢谢你，吴昕老师，谢谢你。对啊，我就是会，就是当中在学习这些东西，我其实是很害怕我学不好，可是每次就是感受到了这个神秘数字的这个魔法，我就是觉得很神奇这样子。对啊，反正我就觉得学习台文或者是台罗的当中，可能会常常很担心自己学不好，可是当你发现这个神秘数字的魔法，你会觉得amazing， 素敵，嬉しい，すごく満足。对不起，别道歉好あらちょっと水飲みますね。老林家学滚嘴好拍谁？不是啦，不是前走啦，浅草じゃないじゃん。じゃないよ、井村ちゃん。浅草のことじゃないよ。我平常都讲得太顺，没发现，真的是不是哈密瓜先生？所以这个就是57321这个神秘数字真的好实用哦。对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发现，你一个单词就是一个台语，你就是去念它，你把它单一念出来，基本上它是不会变掉。可是它在后面加一个字，它就会变掉了，很神奇。例如 lang k 我们念 lang k， 但是这个人呢，这个人如果你单单念它，一起狼，好狼得狗调，它就是往上扬的第5调，对。但是如果是人客的话嘛，狼 K 客人就很神奇，它又变调了。57321，你看它就变成了第7调，狼 K， 好神奇哦！从第5调就变成第7调了，真的是这个神秘数字哎。对，所以我就最近在对这个神秘数字就觉得 amazing， 太神奇了。前操放太久会臭掉，好臭，好恰恰。所以想说是不是变调很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就比较好理解，我觉得是吧？对，昨天我就复习一下，就是念教科书，真的耶，
超神奇的，钱钞得什么东西啦，很张穷。对啊，所以就是每次学台语都会觉得很担心自己学不好，可是当中的那个魔法力量就会觉得哦，真的是这样好神奇哦。总统府，对，牛妈，对，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了吗？就是安呢，就是这样。钱钞不好意思，不会台罗吗？没关系，我嘛袂晓，我今嘛等咧咱到底加油吼，我们一起加油。我现在也在念，也在学这样。对，5是总攻，没有错。追生大哥这太重要，这讲学过重要啊。哦，这5、7、3、2、1、7，哦，他排到最前面就是总攻，知道没有？好啦，我刚才得烧的啦，要神啊！卖浪费时间啊！我们现在不要浪费时间，快点啊！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到4点离婚啊，紧来唱歌。咱进来唱歌一个，快点！我们要再介绍一下我们专辑里面的很多金曲哦。我们刚刚唱的很像都比较悲情哦，带大家摇滚下来。咱塔多啊，来为 CLU 老师有来对，来，咱即马来介绍咱主题曲的故乡，有几间厝用真啊空，看起来普通普通。时常出现我的梦中，这就是塔卡哦。对不起，那叶启田不排除提出告诉。对不起，启田哥，我不是故意侵权的，对不起，我不知道唱这首歌啦。他都黑首歌是叶启田的故乡，就是爸爸以前很喜欢唱的叶启田的其中一首歌，但是我要唱的不是那首歌，对不起。我们要唱的是我们专辑里面的塔卡哦，快起来六哥哦，牛妈你对得到我呢，不愧是牛妈。日本人唱跟韩国人嘛在研究哦，要安怎帮助家己的人安尼好哦，好的。他们老师我没有无意侵权，对不起，我们来唱我们的塔卡哦。不是啊，叶大哥不要这样子，对你的歌我真的是。叶大哥迷妹耶，对啊，长大才发现叶启田的歌超好听的，是不是？然后致敬一下塔卡，我的故乡。真的啦，叶启田大哥的歌我也算是熟呢。小时候常听爸爸唱卡拉 OK， 开玩笑，我爸可是中部叶启田呢。我打扮还没跟我们爸拢比较笑，够追耶。来塔卡哦，吹嘞！打球喽！遐济糖的骨力走走，当时才会当来结束。你像为花摇的空芳山路，我不免搁再游荡，吹着海伊温暖的风，吹碎因作我的情人，塔卡无我踮伫咱心中。行过倒数的匆匆，是啦，塔卡哦！叶大哥不排斥改歌词，哎呀，爱表这样，是不？哦，遐济重的骨力走走，当时才会当来结束。哦，你像为花摇的空芳山路，我不免搁再游荡，吹着海伊温暖的风，吹碎因作我的情路，塔卡无我踮伫咱心中，行过倒数的匆匆。
时坐着火车来离开。今嘛煞思念海洋的声音，回头看这天顶听下讲的声，故乡的天只有阮双双星星，吹着海基温暖的雨光，行咱细汉时的轨道。擦脚步啊，踮对咱的目标啊，是我唯一的归宿。这首歌我迄当阵看到歌词的时阵，真正会目屎流，目屎滴呢。当你身为高雄人，你看着里面的歌词，你呐喊着他靠，你真的会莫名的伫咧他靠真伤过幸福啊！因为他靠咱高雄的日头就阳的嘛，所以这首歌内底有日手为花叶的汤芳刷落来的这个歌词，就是因为日头就阳就是我们太阳通常都很大，常常就是被晒干。那我们的树长得都会特别的大，大高雄的树很大。那这个树中间会有一些树荫嘛？那透过这个树荫中间的那些细缝洒落下来的这个日花啊，好，就是不规则的地板上的这个阴影，我们称作日花、日花。这些全部都是在大高雄常常看见的景色。那除此之外，我们大高雄基本上就是一个海港，对，所以这个岛屿有很多故事。你看着这里面的歌词，你呐喊着他靠，身为高雄人真的内牛满面耶，真的会内牛满面。我伫咧卡古吉马的先輩啊，就是高雄人嘛，咱同じく高人でございますね。急に日本語になっちゃって。我在对我岛的学姐是高雄人呐，对，那她一直很思念高雄，所以她在看到我们这首歌的歌词，她其实也真的是在电脑面前内牛满面，然后她也在我们这首歌的下面的这个评论的那一栏呢，留下了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心得。对，真的就只有高雄人才会懂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除了高雄人之外，就身为台湾人去看这首歌都是你们啦，臭兄弟！这首歌的歌词，歌，我今天在唱歌，臭面线兄弟，就讲错话还要凑一下你们这样。好，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应该会让大家蛮多感触的，对。はい、以上でございます。我想要讲的就是咱的专辑，好，支持起来，刚刚下到的，里面有很多首好歌，很多首歌，很多首好歌。啊，冰上伊拉下，欢迎大家的离开频道。嘿，梅龙桑，谢谢。这首歌基本上你刚开始听很像他去打棒球啦。所谓的打球不是那个不是中部江湖味的打球啦，是我们真的很像那种棒球主题曲。对啊，只是你细看里面的歌词，你详细看内底这个歌词台湾人就感动诶，真的，我等上你也是高雄人吗？哇，希望你也很触，希望也可以让你有感触。我讲台语当然不懂台语，不要紧，我今嘛嘛咧学这个台语甲台语，哪做哪学安尼，什么歌啦？好啦，咱来唱今仔日我毋知影是毋是最后一条，毋过今仔日真正是唱到真正是真欢喜的。咱来唱好，若是来到着伫遐的冰岛，那有可能无听过这首歌咧，嘛是有可能无听过啦。若是初见的大家，有可能是头一摆听，我即摆唱互恁听。
我们这首卡甲是猪猪频道的第一首原创曲，如果您刚好没有听过的话，我现在唱给你听。我们看一下，等我一下哦。这首歌算是猪猪频道这4年来跟面前相爱相杀的足迹哦。足迹的台语的叫做卡甲，所以这首歌就是咱甲咱的面线兄弟相爱相杀，这是四档的上重要的这首歌。卡甲送给大家。我看一个哦，咱来唱较正常的好啊。较正常的那讲好像就奇怪。好啦，我们这个也有台摇版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唱比较正常的版本。卡甲，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来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红啊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提起？抬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真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都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关在，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梦境。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来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啊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真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都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关在，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梦境。嘟嘟嘟嘟啊，抢拍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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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的卡甲的是这首歌，我们的足迹，我是豚足迹，讲的好像有不正常一样。我刚刚看，等一下，我们要再唱一次，不是？不小心自动，不小心他 repeat 了。我们今天还蛮多不正常的，不是吗？我们还蛮多不正常的，不是吗？小胖你好，欢迎来到离开频道。像你讲啦，咱的卡甲吼，这首歌，
这首歌出来之后，我们很开心，就是有得到了金币奖的青睐之外，我们还透过这首歌去走中奖，对啊，这首歌真的好神奇哦！继续挂真的是就新奇诶，知不？它其实带着我们算是破圈到走中奖的这个红毯。那这张专辑其实我们也是在今年年初有获得了全球音乐奖的肯定哦。嘿呀，但这张专辑这张作品，我们获得全球音乐奖的这个实体的肯定，所以很多很多啦，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大家老师的肝脏真的在半年全部燃烧殆尽之后，我觉得真的我们还是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就连朱蒂卡其实去年我记得三部狗写的直接破百了哦，这个身体真正袂堪挤哦。因为去年大家真的太忙了，所以我去年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声音真的是完全是发不出来的，就是录音录到整个声音都飞掉了，你知道？就是我很爱唱歌，那些歌对我而言都很享受，只是因为密集在半年要把一整张专辑做出来，真的也是非常燃烧生命啊。对，但是我们还是办到了。在去年募资结束，我们真的是哇，半年以内把他的募资品寄到你们府上，把我们的专辑出来，然后把我们的3D showcase 也完成。现在我们实体专辑真的也是大宝老师燃烧肝脏，对，燃烧肝脏的在跟小子老师在做收尾，对，反正每一个步骤都是在燃烧肝脏，对，所以哇，这样想起来，我这边在请行纱，温楚把变形星那好可怜，就觉得这半年，对，这一年过去了，天哪，我现在居然穿的是新衣装了，然后我们家现在两公妈都来啊，嘿，那新猪白亚马长档呀，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哇，半年又过去了，猪猪的新衣装真的穿在身上了吗？真是呢，我今嘛真正穿新衫呢，有孝顺的不？嘿啊，就刚下就刚温呢，而且阮公妈嘛伫咧我隔壁，新猪白亚茶档呀，够好爽诶！我知道大宝老师尽力了，辛苦你了，对，真的都辛苦了，我们大家真的都尽力了，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好棒。然后老话一句，把身体照顾好，猪猪正常发挥。精明干练，对，真的是每一首都当主打歌在做，真的，你看大宝老师真的是做到两眼发黑，一天坐在椅子上工作10小时，很燃烧生命，的确啦，真的是这样，真的很谢谢大家。那么今仔日时间来到4点19分，八月耀先生，你要被我折断了，对啦，我穿新衫，但是我无内裤啦。我现在气心都我不要气到要死，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给人家？我近几年穿新衫的时阵有无？我管大的才拄啊穿好尔，我内裤都水无啊！你讲对？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新衣装衣就是没有内裤，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安尼刷落来，这首歌就叫做嘟嘟嘟。伊甲内裤有啥物关联呢？无关系，绝对无关系。我只是想要唱尔。好啦，我们今天应该是今仔日最后一首歌，来，咱嘟嘟嘟，我们来把这首歌伫咧阮厝唱这个嘟嘟嘟，伫咧公妈面头前唱这首歌，真的嘛就熟悉的齁。在我的神主牌位，在我家客厅唱嘟嘟嘟，真的蛮神奇的。但是你没有听过，我今晚唱好你听。如果你们没有听过这首嘟嘟嘟，请一定要留下来听到最后。这首歌接下来就下拍，这首歌很有趣，马上就变成不正常。好啦，这首歌伊内底有台语的rap哦，我尽量亮因为我嘛有一段时间无唱这条歌啊，我嘛就烦的会冰的会冰。我也很担心会翻车，但是我们试看看，我们来嘟嘟嘟一下兄弟啊！底下这首歌有一个很厉害的特别来宾，还有我们大佬的声音哦。这首歌就是我们去年在募资的时候，我们主要感谢高阶会员的支持，以及就是募资大佬们就是真的是很帮我们冲刺这个募资金额。
所以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抓进录音室了。哦，好爽哦！伊即摆咧表情，咧录音的迄款的足为难的迄表情有无？哦，我即摆也会记得，真正足爽诶！我们家大宝被抓进录音室，我还有开台，您刚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啊，真的是你们那个为难的表情实在是太美味了，你们知道吗？痛并快乐着吧！来，嘟嘟嘟，上后大家。哦，是啦。哦，这首歌前奏响起就好想跳一下哦。我送叫你送，我相信讲，不是咧碰风，女性讲咯，你着爱疼惜。代志讲我，暗心加拖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你讲着是爱我，真讲的笑容啊，甲我捧甲捧捧，恰三顿阿那。小姐爱注意形象太有要紧，音乐吹落去做伙放落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去想多。暗时卡做到一条人是伊命，不是你讲的肉卡是到掠定。我去台湾看，才较客家，莫想谈青海关山，应该收下。待你才好打，我都耳孔莫找借口牵拖，待我制作破锣是个条我，脚踏实地无得去看，一个人嘛照行。少年的，煞着我的趁衫，我是铁卡，甲只感觉气喘，特别去拼，特别出一块，茫茫这路到小路有你讲哇，姊妹呀，煞着我的趁衫，我是铁卡，去一万只风化，特别去拼，特别出一块，天崩牛牛感觉特别有特别来出声。对啦，不是咧放空。女性讲了，你着爱疼惜，若有烦恼，做你甲我讲，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嘟嘟嘟嘟嘟，啊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你讲着是爱我，真讲的笑容啊，甲我捧甲捧捧，恰恰等阿拉。哎哟，小姐爱注意形象哦，都要去音乐吹落去做伙放落，下面把你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是啦，大宝。给他最奶的注意到位，要做改，摇头撒球是有生命哦。我相信讲，紧张，提上大外hình啊，冲冲冲！嘟嘟嘟，我两个做伙来跳舞，是啦。讲阮啊，我相信讲，真正无碰风，古神讲咯，你着爱保守。代志讲我，暗心加拖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我相信讲，真正无咧碰风，女性讲了，你着爱保守。代志讲我，暗心加拖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刚下罗达多喝温水，好，绝对是正解。等一下，为什么又来这个？不是啦，卡加，卡加，咱好多已经有唱过咯，卡加，你乖乖的，莫乱哦，卡加，卡加嘛，好啦，来家己伫遐狂想曲吹落去，咱来休困一下吼，兄弟啊！
来，感恩的声音加油，关自在，好的。谢谢关善先生，对，感觉出来你真的是我们新朋友，也很谢谢你这么喜欢台语歌。猪猪开台的这个歌回的部分其实蛮多台语歌的，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常常来听哈。不好，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话说，猪猪会唱的最累的歌了吗？我觉得再怎么累。也没有，就是当初把你们抓进去录音室的那个表情可口啊！我感觉真正那是真正会忝，嘛是就给大，因为迄当阵你伫咧录音室的表情，真正是有够为难的。我看到真正是有够欢喜的，我送你敢知？我当时在录音室看你们那个为难的表情，我真的好开心哦，好庆幸那个时候我有开台。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我的声音状况很糟糕的时候，因为你们知道我开台的时候狂咳嗽、重感冒，那当时那感冒真叫我严重。那个时候我很抱歉，就是我在吃瓜的同时，你们一直听到我咳嗽的声音，我就拍谁？那当时我感冒真叫严重哎，那时候就是重感冒啦，对。这唱 rap 超累，阿姆哥就欢喜耶哦。好，有你们的声音陪伴猪猪啊！六一拉塞，欢迎来到特地开宾的。就像各种猪都想自己唱，对，一定要自己唱，要自己唱。然后也谢谢关上先生给那里来到迪开宾的吼。真正是看起来就好吃，不是啦。斯巴拉西，伊巴扎基。卡过去吧啦啦啦啦！火鸡杀！对不起，被盗账号，小心哪一天猪猪你看到我瑞文抢过来唱啊！其实你常听的话，就是会背起来了，会背起来。不会啦，大宝在，我哪有摘掉唱迄个，我哪有摘掉唱大宝的迄个rap啦，就拍唱的呢吼。我该的那塞马塞小喵喵，感觉错过很多吗？没关系，你没有错过我的精灵干练就好了。反正猪猪没干没干。但是你跟马克先生的录音档我有录下来，你一定不知道。当下你们的录音档都还在我的低潮呢，你都不知道我这个低潮有够重要，就这本啊，拍摄，就这本跟你的这个录音的这个影片有无？就胖诶。错过很多杂谈吗？不是，小喵喵，今天猪猪姐姐真的很乖。你看一下我们主编自己的歌单，我应该有乖乖唱歌啦。我们今天这个，我看一下，今天有算乖乖唱歌猪吧？有吧？有啦，你看我们唱到了卡加，跟我嘟嘟嘟，有无？哎呀，我今天里家就乖诶，是不是？好啦嘛，差不多啊，时间嘛差不多啊。想观看本人猪吗？我就是你的本人猪蒂卡，我对着提卡腿，这个今天就欢喜啊，就刚下大概降落，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福库蒂桑的降落，好，以及我们很可爱的我们这个鸟队长，nha，谢谢你们的降落，然后也感谢今天过来玩的我们的有声大哥，然后懂内的或者是送出会籍的。都谢谢你们，伫咧悉尼当的这个卡价，有令真正水开啦，咱都兄弟啦，有令真正就很好的哦。有啦，有17首的啦，说对，我就说我今天会唱歌，那是开讲，我嘛会唱歌啦，好啦，所以就来，咱来找一个降落的地点咯。来哟，兄弟，我们现在找一下我们的降落地点哦。我看一下。频道设定，这个降落地点的对咱去找咱的诺啦，上水的诺啊，小水诺，阮小妹啊诺，真正有够高水的诺啊！我真的超级感谢诺，因为猪猪在有跟大家公告，就是我们6月26号那一天有我们比较大型的台语联动，然后因为猪猪本身是一个很
很边缘的猪，其实我很少安排联动，对，因为就是可能每次下线之后就一堆事情要忙，今天去贵博营，所以其实我就是常常就是很单纯的就跟大家聊天，然后可能就是相爱相杀料理，还有歌回之后，很像就比较少有机会邀请大家联动。阿姆哥今年3月开始，今年3月开始，真的是就刚问咱的吴昕老师替我申请到安尼。文化部的补助啦，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又再度获得了文化部爸爸的青睐，所以我们有一些经费可以制作一些台语的一些节目嘛，对。那我们也把这个节目挪用到，就是6月跟8月各有2场大型的台语联动，就出名哦。对了，跟我就紧张哎，因为我就连设置那个 DC 的那个什么频道啊，什么给权限什么的，就做到没像哦，一个信你当啊，信你。哎呀，一个是你啊呢，我紧张马上不会跳哦，就是这些什么权限的设置我都不会哦，我就快点询问我们的这权限 DC 小能手，我们的诺诺，你真的是救我一命呢，好佳在有诺诺的耶哦，我真的就好险，诺诺他就很熟知这些什么频道权限设定，所以我们的联动伺服器已经完成了，对，现在也把我们的贵宾都邀请下来了，对，真的很谢谢大家的。现在就刚下都来了，就照顾我这只猪耶，很谢谢大家的照顾。对，这么边缘系的我我嘛穿新衫，我嘛有新厝啊，我嘛今嘛唱阮的公嘛，我的新主白啊到顶，我今嘛就欢喜耶。谢谢你们，真的很谢谢。那么今天穿新衣装在我们新家的客厅唱歌，希望大家会喜欢，也谢谢你们今天选择猪猪频道降落以及陪伴。刚下路啦，刚下你的陪伴，咱差不多要讲到伫咧咱的诺诺的频道啊哦，来片尾切下去 ，Go！ 主题开始高雄人哦，所以咱的这个 ending 呢，嘛一定有高雄足侪景色吼，很多的高雄景色，我们就放在我们的片尾哦，一一带大家游高雄吼，它都在是龙虎塔，一个灵，一个好的新山内，这是以前流传的一个很有趣的谚语。说来是咱中山大学这个猕猴，以前叫妖神呢。他会抢那个我们游客珍珠奶茶，爱说你哦，爱说你哦，咱珍珠奶茶爱家己啉就好啊，卖分这个高细囡仔啉吼。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说来是咱最近就水的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我真的觉得不是台湾，对不起。高雄在近几年变得真的是好美好美，身为高雄人真的是很幸福。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演唱会基本上有很多国际级的巨星以及嘉宾，如果刚好你有兴趣的，欢迎来。因为咱隔壁就是咱的博二哦，这个上水的这个大屁屁，很指标性的这个装置艺术的，在咱的流行音乐中心的在隔壁的博二哦，这个博二很具指标性的那个装置艺术，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咱高雄的大佛，听讲咱高雄的大佛有2个这是倒一个我唔知影，这是其中一个，因为听讲伊的手无同款，听说他们手势不一样啦。高雄的那个佛好像有两尊不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很像是佛光山的吗？还是我有点忘记，我去考古一下最后就是咱的85度 C 大楼。我迄当阵讲唔对，讲这是85度 C 大楼，互人笑，你敢知？我那时候讲座我们接下来是85度 C 大楼，被笑到现在，干脆自己跳下去，嘿啦，85度 C 大楼啦，怎样啦？好啦，接下来蜘蛛还会陆续增加一些高雄很有名的场景，或者是一些迷因之类的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最后也要谢谢我们的泡芙老师，真的也是通灵的很完美，这个就是猪猪想要在新衣装做的这个 ending 的场景哦。好啦、それではまもなく布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咱特别讲到伫咧咱的布ちゃんの顶搭咯，咧安全大好好势咯，兄弟呀！我们要降落到我们诺诺的频道了，请系好你的安全带。好礼拜一应该开台，应该开台啦，应该啦。下个礼拜一应该是会开台 ，maybe 对，请等我的周表，谢谢大家，祝你们有美好的周末，兄弟呀！